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咱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你的轨道，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脚吞足鸡钓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适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匆匆，多情深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双是在我心门心。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Everybody嘟嘟嘟嘟，专心了路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做成坚强免搁想伤多。虽然怎样总来战歌袂停，更高世态，伊势比超看待，刀光剑来无三通，叫我做我千百年，叫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天空降水，波高风飞，心比之全比之情感淡淡，看你困眠是我的嘴脸，叫我的半生半世，都做无人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到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腿部幸福快乐。滋味拖算好，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老人。咱的zan求，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咱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你的轨道，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脚吞足鸡钓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适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匆匆，多情深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双是在我心门心。三来黑白母做
做成坚强免搁想伤多。虽然怎样总来战歌袂停，刚到世态，伊设计超看待，都讲剑来无三通，叫我做爱千百二天，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天空降水，报告风飞，身边只准备一千个等待，喊你困眠是我的最爱，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人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到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腿部幸福快乐。啊啦，做备拖算好，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老人。咱的感情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咱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牛牛，请你守护。是的轨道，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脚囤足鸡调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适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春风，多情深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双是在我顶人心。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嘟嘟嘟嘟，专心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做成坚强免搁想伤多。虽然怎样总来战歌袂停，刚到世态，伊设计超看待，都讲剑来无三通，叫我做爱千百二天，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天空降水，报告风飞，身边只准备一千个等待，喊你困眠是我的最爱，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人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到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腿部幸福快乐。啊啦，做备拖算好，若是会当听
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牛牛，请你守护。是的轨道，头壳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脚吞足鸡调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色派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多情深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双是在我心梦时。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嘟嘟嘟嘟，专心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自信坚强免搁想想多。虽然怎样总来战歌袂停，感觉世态，伊煞紧像看台，刀光剑来要三通叫我出马，千百里叫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天空降水，宝岛风飞，心天之泉比一千个等的，看你困眠是我的水电，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落飞。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到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嘴巴，幸福快乐。做备拖顺风，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女人。咱的曾经，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牛牛，请你守护。是的轨道，头壳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脚吞足鸡调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色派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多情深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双是在我心梦时。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
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敢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腿部，幸福快乐。Hello， 各位兄弟们，好久不见了，好久不见啦！来，我现在找一下我等下的 BGM， 等我一下，好久不见啦，兄弟啊，这伤灵诶，你有想我不？我找一下，等一下我转场的 BGM 在哪位？我们今天看，给哪里？今天真的是好棒的日子哦！然后再加上我们猪猪，台湾猪猪也回归非疫区喽，真的是值得庆贺的事情太多了。来，我们等一下，我没有切过去，等我一下哦。大家我开始先切过去。我们今天要切过去的场景是哪一个？我今天切过去的场景是这个在哪里？等一下，我今天要切过去的场景，好，应该就是这个了。迪卡吞着 key 掉 B， 大家午安！来，我们快点。真的是普天同庆的好日子啊！来，你们帮我听一下我的 BGM 跟我的声音大小的 balance 还可以吗？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来到迪卡表达。来，你们看到左下角这个有没有觉得非常的怀念？我记得在配信好像 2.0 才开始使用不是绿叶，是六叶老师，说错，不是绿叶老师，是六叶老师那时候好像开始开发这一款那个赞助的互动，算是小工具，对不对？然后其实这几年他一直也都是非常非常就是努力在就工作之余就是继续持续开发，就是优化这些小工具啦，对，然后也感谢六月老师持续的邀请，对，让猪猪就是也可以就是算是在回来玩就是六月老师的小工具，因为其实我之前就一直想要再回来玩老师的小工具，就想说跟大家可以就是有互动之外，还可以就是支持六月老师他就是持续优化的这个小工具嘛。但是因为像是应该从去年开始吧，就是六月老师开发的这个小工具，很像在不管是在欧付吧还是绿箭那边都吃不到，所以就必须自己再另外去架设另外一个平台。对，然后你们也知道这只猪盲成猪，对，又何况是英文烂到不行，怎么可能有时间去研究架设这些东西？所以对，一直到就是前2天连假，然后我就觉得说好，就快点再去研究一下六月老师那边的平台，因为他其实之前也有就是有询问猪猪有一些小工具要不要就协助做个测试。其实我很想测试，因为里面有一些点歌系统，对，只是我就是跟他说我真的不敢答应他，我真的是太过忙碌，所以很担心就一旦答应了，然后但是六月老师会等到天荒地老。对，所以到今天就想说快点开来跟大家玩一下，然后不嫌弃的话，我现在把这个总之我们现在互动的平台还蛮多的啦，就看大家想要继续走三枪还是继续有的齁，对，但是3枪我今天没有开出来。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绿界的部分齁，我们传统绿界的部分当然也是可以抖，只是它可能就是吃不到我们左下角的这个很下趴的这个金光相像的东西。如果说你想要用绿界，然后又吃得到这个金光相像的东西的话呢，基本上就是一定要点选我们置顶连结的这个刚架设好非常热腾腾，然后一点显示图跟横幅都还没有来得及挂上去的朱迪卡的这个整合支付平台。点歌，对，所以就是但是点歌的部分你们等我一下，因为我光是研究就是要架设平台，我昨天研究到大概
昨天11、2点吧，对，就好不容易就是英文白痴的我也有机会架设完这个简易的东西耶，哇，对，所以点歌的东西有。请等我研究一下，然后之后再开出来跟大家玩一下。猪猪科技苦手不太会设定吗？我超级科技苦手的，比起面线是的。然后车姐姐今天谢谢你过来，大家也不算开工愉快啦，但是连假过去了，今天大家还快乐吗？还痛苦吗？还痛并快乐着吗？对，这个系统是可以点歌的，对，只是我还没有正式研究，不好意思，我甚至不晓得到底要怎么跟大家解释它怎么点歌这样子。对，就是很像是六月老师他前阵子开发出来这个点歌系统，然后他有就是密猪猪说，猪猪不好意思，可以协助测试一下吗？我其实当下很想，对，但是我跟他讲说，哇，我时间真的太少了，我担心老师等到天荒地老，所以我是先跟他回绝掉这样。对啊，但是昨天就是我在算是架设这个整合平台的时候，我一堆问题，对，我也是快点私讯六月老师那边做就是询问，就六月老师那边真的很迅速的就跟我回答很多的，就是一些架设的相关问题这样，对，所以就是之后啦，互动系统的部分，就是大家想要走3枪的话就走3枪，然后想要玩绿界也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不生气的话也欢迎就大家继续用健康的金流。继续支持猪猪的频道，对，就是我们主播真的要维持健康的精油以及企划跟活动，真的是要非常非常仰赖大家的抖内跟支持啊！真的是也非常非常的感谢。其实我们今年度这一档的新衣装的部分哦，也很感谢文化部爸爸愿意就是支持我们，大概有10万块的扣打。对，10万块的扣打，所以就是新衣装的部分零零总总10万块，其实我原本以为还蛮多的，但是我没想到，很像这1-2年新衣装的委托，好像比我想象中的价钱又再更上去了吧？对，所以我觉得1年比1年的这些费用是更加的燃烧，更加快速的，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就是我今年呢，就是在看好像各个平台在募资新衣装的部分，我那时候的印象觉得说，募资新衣装可能大概8万到12万上下不等吧，就很天真的这样以为，你知道吧？结果并没有，我就参考了其他就是企业市以及就是其他的企业市以及其他的企业市，我才发现哇，原来现在新衣装的价码真的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这么像以前这么便宜了，好像又翻倍了。对，请问有观众的降落吗？我看一下，你好啊，谢谢你的降落，欢迎来到猪猪的频道啊，你好，我看一下哦，欢迎你的降落，是杨丽是不是啊？杨丽，谢谢你的降落，我看到你好开心，而且我可以在这个时间看到 B 鹏鹏的降落，真的是我只能说都是缘分呐，你刚才杨丽。讲的在低开边的，真的是缘分，你刚才。对，我自认是非常边缘的开台时间，然后见红就休，晚上也坚持不开台陪家人的这个作息，所以在平常日的中下午台，开台的这个时间可以迎来您的降落或者您的莅临，真是非常非常的开心。谢谢杨丽带着他的朋友们、观众们降落到猪猪的频道，欢迎来到低开边的，哎呦，是咱的薄荷啦。薄荷有看到咱左下角就怀凉的吧。我们左下角这个之前相爱相杀真的非常的怀念齁，我真的觉得相爱相杀还是要有点颜色，给你们点颜色瞧瞧啊。对，而且就是今天啊，我觉得看到了就是我们台湾猪猪总算正式回归就是亚洲非裔区，所以我就觉得好开心哦，光是这样子就足以让我就是可以开一场就是台语庆祝歌会，庆祝我们台湾猪赞啦，总算回归了哇！要不然之前非洲猪瘟的那个时候，就是朱蒂卡紧张的要死，因为我超爱吃猪肉，我那个时候有2个礼拜吃不到猪肉，你知道我多难过吗？超难过的，难过到不行，你知道吗？对，所以就是总算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消息，就觉得台湾猪赞，就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守护我们台湾猪。对，然后不生气的话，也欢迎大家继续有健康的金流，守住这只台币猪，谢谢。守住这只台币猪。对啊，刚刚讲到哪里？
对，讲到新衣装委托，对，然后林林总总啊，我发现说哇，原来现在很像大家如果要开这个新衣装募资，至少都要20万上下，我就想说天哪，20万好多哦。但是我们这次新衣装其实也跑了募资啊，不是没有，我们没有跑募资，对不起，我们跑了委托，然后各方面的就是讨论什么之类的嘛。我发现真的就是各逼鹏鹏在募资的那些数字是真的。各逼鹏鹏募资的那些数字真的是真的哎！你看哦，LF 爸爸这次为我们设计的4.0新衣装真的非常漂亮。那4.0的新衣装加上裁剪的话，其实就4万6就没了。啊，对，不是4万6，对不起，6万4。脑筋不灵光，6万4就没了。然后这个不包含建模，那建模的部分我们委托到非常厉害的小新老师嘛，那建模那边基本上也差不多跟我们 LF 爸爸的这个价钱是差不多，甚至再更上去的。我记得好像搞不好有到7、8万上下。好，7、8万加上我们6万4好了，啪的一声，我们补助的10万好像就已经没了，而且我们还要努力的，就是再生一些经费，然后再过去把这些钱填补之外，我们还有什么？之前跟大家讨论的，我想要制作一个很台味的场景，就是在我们新衣装公布的时候，我后方有很台味的场景之外，那是不是可能我们的片尾，我们的片尾也希望可以更新一下？对，因为像目前片尾是3.0的猪猪在走高雄，我希望也有新样貌，迎合着我们这次新衣装有新样貌的这个片尾，也可以带给大家。然后还有林林总总，我也希望就是我们的 logo 已经整整用了4年，也该更新了吧。logo 之外呢，我还特别又委托了我们尊爵不凡的高阶会员日后可以拿到的那什么，我们的蜂蜡章，这次我也是迎合了4.0的这个造型去做一个发想，又委托了这个蜂蜡章的算是一个圆形的图腾类的东西，对，然后林林总总加起来，我想到天哪，超级烧钱的，我的天哪！对，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啪的一瞬间会发现说，哇，原来难怪就是其他逼鹏鹏的新衣装的募资是那个价钱，因为真的是那个价钱，甚至是在上面这样，除非自己画，真的，不然都是口口。对，基本上不止10万哎，大概我看了一下，大概都要破18甚至到20万都有。对，哎，谢我们选股大哥伊拉塞，然后可动部位越多要猜的是，而且偷偷跟你们，哎呦，是男女福利熊哎，男女熊福利耶，哎，福利熊你超前部署哎，你替我们安排的这个山葵口味的那个凤梨奶油塔啊，结果就是4月5号嘛，对，应该4月5号，我们全家也推出了山葵双麒麟哎，哇靠，我们福利熊真的是超前部署，今天是熊福利立刚哉，好，我们福利熊口味一出，我们全家马上跟上，是不是？我们福利熊，对不对？我今天没有皮哦，我应该不会再受到什么奇怪的惩戒了，对，对，所以林林总总大概就是算了一下，我觉得天哪，钱就这样子没了，但是是变成猪猪喜欢的形状，对，就是希望这次的生日季，可以给你们更不同样貌的4.0之外，然后还有就是在不管是 logo 的更新、场景的更新之外，对，都希望可以就是给大家一些更台味的视觉响应之类的吧。对，然后也不嫌弃的话，我们就是也可以帮6月老师测我们的这个绿箭的抖内系统是不是有顺利替猪猪连接到就是目前整合的那个平台了。一起来玩测试，然后也顺便帮猪猪回血一下我们委托的费用一出去真的是10几20万的那种。对，我们可以一起来测这个，算是让大家非常怀念的抖内系统之外，也顺便就是不无小补帮猪猪回个血哦，谢谢你们。那刹车不要，我今天还没有皮啊，不是葡萄干，不行，葡萄干太可怕，而且我跟你们讲，我已经准备好这个礼拜，也就是明天，我准备好葡萄干跟我的胡林以及凤梨罐头，我要跟你们相爱相杀，我的转盘已经准备好了。我跟你讲，你要我吃凤梨罐头，其实我还勉强有办法跟着这一次福利熊指定的这个凤梨塔吃下去，还有办法哦。但是葡萄干我真的
我跟你讲，放在那边，你们不给我一点动力，老娘真的不会去开启它，因为它真的很可怕，你知道吗？对，所以我决定明天我转盘设定好，你们就过来跟我一起相爱相杀。我即使要尖叫，要哀嚎，我也要你们陪着我。葡萄干真的太可怕，你知道吗？对，然后你就全连。就全嘞，搞到全家也想加，没有我们福利熊一句话，我们全家也得加入，知道没有？对，薄荷在这上香，然后恰恰恭喜猪猪成为亚洲最健康猪猪吗？希望我是亚洲最健康猪猪啦，但是我更希望台湾猪可以一直保持这么健康的状态呢。对，因为这个东西一旦被破坏了，你看花了多少的时间，我们才又恢复成非疫区，对不对？所以希望大家一起来守护台湾的猪猪。就把钱留到明天吧，也是可以啦。对，总之呢，我不会那么轻易让你们让我吃大量的葡萄干。一转多少可以先储值吗？哦，可以储值没关系啊，因为其实。因为我其实很感谢泡泡熊寄了葡萄干跟凤梨罐头塔过来，对，但是我左思右想，我真的觉得我凤梨罐头我有机会把它吃完，可是葡萄干真的不可能，我不如明天开台。我觉得我不会轻易让你们那么容易就让我吃葡萄干的，所以我决定明天的一转。怎么办？我该怎么设比较好？我该怎么设比较好？而且我想顺便就是设一个就是猪猪回血募资条，包含今天啦，如果今天有一些储值或回血的话，就明天也可以都放进去的。对，所以我是打算把金额设对，就是这样，我不会这么轻易就让你们让我吃葡萄干的。所以我打算一转，我就设定好，我就设定成。380，对，380一转，好，就是这个金额可能不会太便宜，但大家应该一次两次还玩得起。然后转盘上面可能有吃1颗、吃2颗、吃5颗，加上深蹲1次、2次、5次，负重深蹲1次、2次、5次，棒式30秒、10秒、20秒。的这些一直轮回，大概是这些东西，以及我还会加上闷烧猪关冷气、闷烧猪开冷气的这个选项。对，因为你也知道重训不开冷气真的会死，所以一转380，对，就是大家可能玩个1-2次应该就觉得差不多了，然后我应该也不会吃到太多的葡萄干，但是呢明天的集资条如果满38000，我就会直接把整包的葡萄干倒出来我的碗里面，加上1罐凤梨罐头，38000满，我就直接这样吃之外，我还外加380次深蹲，我还外加380次深蹲，对，然后以及会再为各位加码棒式，如果一次38000有。就满了的话啊，今天基本上如果大家想玩测试的话也算哦，就是明天的部分我会一起加进去，对，大概是这样子。冷气拿掉，加10颗，我们这加10颗很可怕加10颗超可怕的，冷气拿掉加10颗是吗？好，那请问冷气拿掉是开冷气拿掉还是关冷气拿掉？哪一个？可能对不敢吃的人来说，1颗好像还行。我跟你讲，我光是吃1颗我就哀嚎，我光是吃1颗我都觉得，我天哪，我世界要毁灭了，你知道吗？好啦，加10颗可以，但不能再上去了，我真的没办法，加10颗可以。对，然后明天的猪猪回血条啊，如果38000有到，直接一整包加上1罐凤梨。然后还有深蹲，还有棒式，就这样。冷气常驻开着吗？哦，基本上因为我现在也没开耶，因为配信的时候担心有杂音，我还是没有开。对，我现在还是没有开。都拿掉，一下
跟屎的，我就不能吹冷气吗？还是我冷气可以一直开着是这样子吗？福利熊是想让我一直开着冷气吗？怎么哎呦，他就喜欢用这种很迂回的方法，然后就这样子就是体恤猪猪，你知道吗？对啊，只是就嘴巴很坏，你知道吗？宇宙大学华妹拉塞，对，所以就是这次的生意装啊，我其实很感谢文化部爸爸的支持，至少我们有10万块扣打可以用在新衣装的部分。那其他的扣打其实我们是尽量回馈于大家，可能就是一些小礼品，例如3月份的小礼品，大概这2天伊藤先生就会寄出去了。那我们把这些钱希望可以实质的回馈在你各位手上。然后4月份记得你各位要记得填单哦，如果你还继续在我们150元以上的台湾化猪主员的会籍以上的话，好，就记得要去填单，这样子你4月份我们的 IG 透卡才有办法收到，大概是这样子。冷气开着吧，你看我们福利熊即使要惩戒我，他还是对我最好了，你知道吗？每次都是嘴巴很坏，但是呢，他的心就如同福利熊一样软。我们快点，福利熊之歌，对，我们这个是感谢之歌，你知道吗？福利熊的歌曲。紧吹落去，看啥吹落，咱的福利熊水啦！小福利，福利熊，小福利，福利熊，小福利，玩出福利，玩出福利 ，Happy every day。好，就先这样子，不然我被版权。对，然后，对我们感谢福利熊。对我回来了，我回来了。Double 老师，我刚刚应该没有皮吧？我刚刚应该没有皮吧？对，让你边吃边惨叫。等一下，哎呦，葡萄干真的很可怕，好不好？是被血雨拉下来，葡萄干真的很可怕。好，我就自由开，是不是？然后预先储值有算3万8里面有啊，因为基本上就是今天不管你们储值多少啦，反正不管是1000也好，10块钱也好，然后或者是真的超过6666了也好，那我会把今天的数字就嘣弄到明天。但如果说今天真的储值了6666好了，那明天呢我就用3万8去扣掉6666，就这样子。大概是这样子啊，我的数学不好，然后也很讨厌去算一些有的没的，所以就想说就这样子最简单。对，会不会被版权不到？等一下，不是飞雪，我跟你讲，下次你在当杀手的时候，你记得再帮我吃掉5盒，拜托，我需要有人帮我吃掉葡萄干，这我好勇吗？我觉得我超勇的啊，是不是大宝老师？我超勇的好不好？2岁会讲话了是不是？等一下，大宝老师2岁。真的，可是通常小朋友我记得厉害的，有在引导的，大概1岁多就会讲话了。我们大宝老师是大鸡晚提醒吗？要给满提齁，然后不要，不是福利熊我好乖，而且我们真的超前部署了我们的3葵奶油塔，你知道吗？你知道3哥刚刚分享了全家推出了3葵双麒麟，我就说本频道真的是各种原创的这个料理真的是有够超前部署的，好托你各位的福，有没帮你的 hockey， 好，我们连 wasabi 的这个什么的什么蛙哥红来的奶油塔都折出来啊，好，是不是？对，今天都算在3万8里，所以我想说，今天如果大家就是有帮忙测试什么的，其实就算了啦，所以就是不要浪费大家的钱，不要浪费大家的钱，拜托帮我吃啊，雪哥。不然你叫直姐姐过来，我算我拜托她好不好？直接姐姐救我！不要5箱，不行，不可以！你们再给我加码，我明天会变成3万9、4万哦！不要，好可怕啊！太可怕了！但是呢，我不得不说。就是这一次我们福利熊福利呢，它寄过来的这一些葡萄干以及凤梨罐头，它真的非常适合重训之后补充，或者是重训之前吃个几口，因为重训之前你不能吃太饱嘛。但重训后补充，它真的是增肌的好凉拌，真的，因为基本上它少油，然后凤梨罐头是什么？凤梨罐头也是零脂肪，它是高糖零脂肪。对，那凤梨罐头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很符合就是重训之后补充，然后可以增肌的东西。然后葡萄干的话，它里面
我看了一下，还是会有一些油脂在里面，但是它基本上也是含量很少。而且它也非常适合在重训后补充，其实它是非常营养的东西。只是我真他妈这辈子我吃的葡萄干大概不到100颗，我发誓我这辈子吃到葡萄干一定不到100颗，真的太可怕了，你知道吗？想吃，等一下，不是那个，应该是爸爸说不要，小心我把明天的募资改成4万块，我要改成4万块了，不要，5箱太可怕了，5盒还可以接受，5箱不要。やめろ！福利对，组合买比单买还贵是不是？哦，是这样子吗？餐桌7人你好，然后凤梨罐头，对，不是米娅老师，我认同凤梨罐头以及葡萄干的营养价值，但是我不能认同的是它们的味道，好不好？就像披萨为什么要加上凤梨，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像为什么葡萄干它老是成群结队的出现在吐司或者是奶酥面包里面 ，What the fuck？没办法，真的没办法，吃的葡萄干应该要算公斤。不要，不是，福利熊你冷静，请你冷静。好，基本上呢，我们这个3色豆水饺呢是可能基本上应该是没有办法运送到我们的这个该怎么说，我们的这个邮政专用信箱的这个部分哈，所以这个就不用担心。好，这个实在是不用麻烦。但是呢，我们巫生老师呢，在这个月呢，指定让各位就是有妇科的这个算是腌萝卜的这个回馈呢，我知道大家好不好欣喜落狂大家可囤了，我知道你们都觉得可囤了。我这里会再另外安排我们 GUTS 版本是什么？我们巫生老师，我不知道他喜不喜欢吃3色豆，但是呢，总之这次我们 GUTS 版本是我们的家传腌萝卜妇科方，加上3色豆，我还不家暴。不能只有我一个人受伤。也就是这次腌萝卜 GUTS 版本有3色豆在里面，好不好？那和平版的就是和平版了。那你各位如果想尝试一下3色豆，或者想迫害那个谁谁谁，非常的深爱那个谁谁谁，迫不及待想要就是把这个 GD 卡独家配方的这个腌制萝卜以及3色豆献给你那个喜欢的谁谁谁，欢迎即刻加入迫害卖场或者是高阶会员回馈，谢谢您各位，谢谢。北雪，你一定是收了福利手的钱购物，的确是收钱才有办法办事呢。不是 Seven 爸爸他们好奇怪，稍后报价，我不是三色豆睡觉吧？好，对，该睡了。反正就3色豆蛋糕吧。我跟你讲，3色豆蛋糕是我今年生日蛋糕里面其中一个配方了。我今年生日蛋糕，我只能说感谢福利熊福利的恩赐啊，送给我这个各方面奇奇怪怪的这个配方之外，我跟你讲，我也没有在客气我自己的惊吓蛋糕的。既然老娘都已经承认了，我怕3色豆，我怕凤梨以及那天杀的葡萄干，我一定会做出又漂亮又可怕的这些原物料的漂亮蛋糕，好不好？我就跟这几个原物料拼了，全部都会在我今年生日的漂亮蛋糕上面。做完之后还开台吃，谢谢大家。所以我们今年的生日季会非常的热闹，异常的热闹，以及今年豆汁猪猪开放收礼物咯。对，我的那个我的那个 DM 还来不及编辑，我觉得我可能要委托出去编辑，不然来不及。总之呢，去年因为忙募资，然后希望大家把钱省下来都从我们的募资嘛，那我们的募资也如期的成功以及结束了，我们的专辑实体专辑也即将进入预购了。那今年的生日我们好好的来庆祝一下，猪猪正式开放收礼物，只是我的 DM 跟传单还没出来，你们各位可以不要挑那个葡萄干跟那个什么凤梨罐头，对，我这边很多了齁，我这边可能又要被加码了，对，所以请拜托不要送葡萄干跟凤梨罐头，谢谢。对，但是如果你们想要帮猪猪可能庆生一下，送个小礼物，基本上已经可以开放收件了。那一路就是没有意外的话，我是觉得收到520好了，因为我这一次的生日季的新衣装公开，我是打算预计在5月25号就先公开，我们就25号公开之后就漂漂亮亮的在那一周用我们漂漂亮亮的皮一路开到，我记得5月29号是礼拜五嘛，那30号刚好又是假日，我没有办法开台，但是至少在假日以前的那一周，我们漂漂亮亮的一起庆祝，一起庆生。
对，那生日礼物我也会在25号那一周进行开箱。对，那欢迎大家就是邮政信箱的部分，我记得我 DC 应该有。那我之后啊，我看这2天可能传单也是委托出去好了。忙不过来，好吧，我觉得我传单还是委托出去好了，DM还是快点弄一弄这样子，是不是？波西米亚老师，我觉得都可怕，三色豆水饺或者是葡萄干都可怕。开快1个小时还在聊天，是不是？哦，对，依然还在聊天呢，怎么会这样子？谁爸爸？谁盗我账号？对，不对啊，我如果不聊天就是被盗账号了，你知道吗？对。水灵宝贝，对，既然我们福利熊敢送，我就敢做，对，而且既然是如此尊爵不凡的直接丢一颗蛋糕过来，你说我不做吗？我做，还吓死我自己，真的，我还吓死我自己，只是害怕没事吃，什么鬼？什么鬼？然后也谢谢水灵宝贝替猪猪宣传。我们目前周边的部分，一概都委托我们4季图的 Eric 老师以及我们阿偶的小伙伴替猪猪做一个包货、出货以及上架的这个工作了哈。所以今年开始，基本上我们的周边之类的，基本上就是全委托于我们的季图小伙伴了哈。这样子猪猪才忙得过来，才有办法就是再思考一下，就是我们可能有些活动该怎么搞之类的哈。所以就对我跟你讲，薄荷。我要做的就是漂亮又金沙的无色蛋糕，真的，我的蓝图已经在我脑中了。对，报告业主3不是雪哥，不雪哥。好，总之呢，不管未来我会收到什么奇奇怪怪的这些惊悚的料理，甚至可能是三色豆水饺的这些爱都没有关系。对，总之呢，就是朱迪卡即将快要过生日了，在5月25号也正式会公开我们 4.0 的漂亮新衣装，真的很美很美很美。那这次我们也迎合了很多活动啦、专辑宣传啦，还有非常台味十足的周边。对，这次其实我们周边也真的是很台，当然也请各位宽厚喝水哈。宽厚喝水，宽什么钱啦？钱可以存好，对。但是如果想要拼一下明天朱迪卡我的各项委托回血38000的这个相爱相杀转盘的话，也是可以，好不好？对。但是目前总之38000还很远，对。目前基本上应该是可以让大家小小玩一下，但是我应该葡萄干也不会吃到太多，所以不用担心我希望大家放轻松，好好的玩。我差点要想说，请大家放轻松，好好玩弄，不要玩弄我，对。但是我其实也很期待明天，我可以正当当的在你们面前好好吃个葡萄干了，不然其实我一个人吃真的很寂寞，你知道吗？我打死我都不想要自己吃，因为我到底为什么要自己开启那一包葡萄干，自己在那边落寞的吃？我要嘛也要就是尖叫给你们听，不然一个人吃葡萄干实在是太寂寞了，你知道吗？委托没有就你们居然打出米娅牌，你们真是太狡猾了。那我是不是可以把米娅留在我家，我把一整包煮给她吃，然后再请她回家，对不对 ？OK， 没有问题啦，好不好？我用你们的魔法，我用你们的魔法回应你们的魔法，这样可以吗？谢神牌这样子，就学弟就好，等一下。飞雪，你到底收了多少钱？哎呀，这把之前可能会玩弄。我跟你讲，不会的，顶多就是10颗嘛，最多就是10颗、8颗，然后5颗、1颗、2颗，就这样子，对不对？然后再加上我会深蹲，然后棒式，我觉得不会再更可怕了，好不好？对，38000现在还没有，一点点都没有，完全不用担心。而且明天呢，反正一转380大家可以轻松玩个1-2次这样就好了，不需要玩太多对，总之我明天的目的是，我不要一个人吃葡萄干，你们陪我吃啦。因为爸爸熊寄来的心意，我不想浪费掉，我不要它放到过期。即使要吃，我也要你们听我尖叫，就是这样子。等一下，薄荷你怪怪的，薄荷不要玩弄猪啊，不要啊！谁让你那天来，然后葡萄干收我钱，不要等一下，那些来不要。有没有连续都？如果真的连续10颗的话，我就认了嘛。对，但是这个几率应该不会这么高吧？对啊，
是哥布林小火锅先生伊拉塞哦，原来哥布林小火锅叫狗老板是吗？厉害厉害，欢迎来到这迪卡点的。我们现在在讨论那个葡萄干，真的非常适合重训，但是它真的不好吃，它真的是生的非常不好吃，但是它很适合重训补充这样子。对，哥布林先生出现了，欢迎哥布林来到猪猪的频道。我不要吃葡萄干，但是呢，如果你们愿意帮猪猪回血各方面的委托38000，会非常非常的开心哦，真的谢谢你们。对，然后想要今天先储值的，或者是明天直接38000，看猪猪直接吃完一盒葡萄干，或者是凤梨罐头，以及加上380下的深蹲。还有就是秒数的棒式吗？好，棒式的秒数我可能要思考一下，就是我做得来但是又可以处罚得到的。对，本台的转盘之神很中意吗？我就看他明天怎样弄我，对，我就看他明天会不会真的弄我，好不好？葡萄干这种哥布林先生是这样子的，请听我说，本频道的朱蒂卡这位主播很讨厌葡萄干以及凤梨罐头，我知道我很乖，但是不晓得为什么收到了一大箱凤梨罐头跟葡萄干的惩罚。我很不想吃它，可是我又觉得观众寄来，大佬寄来，我又不能不吃它，因为那是大佬的心意。于是我决定明天干脆开来吃。开来吃之外，我还跟着重训，这样子我就获得了就是双赢的效果。我可以增加肌肉，然后还把这些我可能我不爱吃的葡萄干，但是它非常适合重训的葡萄干把它吃掉。一口气说完，谢谢大家。对，但是明天会配合转盘，看说你们先死还是我先死哦。谢谢大家。哥布林先生，下次合作的目标哦，我知道哥布林先生的他们家的小火锅像是在北部，然后好像很好吃。因为我是一个吃货，对，狗老板就好了吧？可是我就很爱教一些就是旁枝末节的文字，哎，像是叔叔啊，上次来我就叫他那个小屋先生，有什么游戏时光小屋，我就说啊，小屋先生，谢谢你这样子，就很爱教一些旁枝末节的食物。什么葡萄干也适合当勾蛋啊？不要！我被射到那个东西，我觉得我身体会烂掉，很可怕，你知道吗？真的从小就不爱吃葡萄干，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哎，救命啊！哎，总之呢，其实我想到我明天不知道会不会真的有机会要吃掉一包，也是觉得怕怕的。但是我觉得呢。相信大家快爆碎了，对，应该是不会这么狠啦哈，反正都快爆碎了，我觉得明天那1-2次玩一下，应该就意思意思就可以了哈，谢谢大家。对，而且我这么人畜无害，我乖的要死哈，何时皮过了？根本没有皮过啊，是不是？明明在中部啊，所以哥布林先生的火锅店原来是在台中，那我记错了。OK， 排解寂寞吗 ？CWL 先生，谢谢，感谢听台排解寂寞。但是今天是我们的台湾猪总算又回归了，就是我们台湾猪非疫区的这一块，我真的觉得超级开心，所以想说快点开个台语歌回来唱给猪听。对，今天是唱歌唱给猪听，跟唱给各位面线听的。对。好，才跟纸研报，所以你们可是可以继续。好，水哥你们继续，水哥，你们继续哦，继续。好啦，大概是这样子。我觉得我的后事都交代完了，明天就来相爱相杀，顺便帮猪猪回血一下。对，而且我们这次新衣装真的准备的非常非常充足，真的很美哦，超美的。而且我们的专辑的精装版吼，基本上。简单来讲，它是一个市价不会太便宜的精装版。好啦，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但是它的，就是我们这一次可能不会有塞任何的周边，但是对我们而言，那个精装版，它那个翻页的感觉是基本上已经，我觉得跳脱周边了。对，已经跳脱周边了。啊！谢谢
谢谢。等一下哦 ，Super Chat 也抓得到嘞！啊，天哪，谢谢绿叶老师，原来 Super Chat 也抓得到了。等一下，猪农先生，我们一定都够在发誓，我们台湾的猪猪真的是回归我们就是算是亚洲非裔区了哎。猪农先生有没有很开心？还是说你们早就知道了？感谢我们频道的猪农先生，他真的是猪农，他们家的员工真的是猪猪，很可爱。而且之前猪农先生还有把他们家的迷你猪放进嘎吉迪亚，然后照相给我看，真的超级可爱。等一下我看一下六月老师他这个的通知吗？应该会 Super Chat 应该也是会有的。等我一下哦，怎么刚刚的通知 Super Chat 的部分他没抓到？奇怪嘞，应该会有的。好，总之像是打开的状况，但是好。但是好开心，他抓到 Super Chat 了，他抓到了，谢谢猪农先生。然后我乖吗？我超乖的，好不好？福利熊，我真的很乖啊，我真的超级乖，所以我觉得我明天应该是不会吃太多葡萄干了。我觉得我明天应该是不用吃太多葡萄干。原来哥布林爸爸是周部的爸爸，但我记错了，原来是非常江湖味的周部爸爸哥布林先生，谢谢你的莅临。看高雄有没有在再睡5分钟？什么东西？高雄什么？再睡5分钟？然后，可是猪猪我很上梁找的是3叶牌的葡萄干，比较甜比较好吃，会哭出来吗？啊，等一下，我觉得我可能比较喜欢。那个干又酸的因为我其实很怕3叶的，它就是太甜了，你知道吗？它就是太甜了，我觉得好可怕，超可怕的。小欧经理拉塞，刚才抖队的时候有跳出来 QRF， 有跳出来，可是他怎么没有讲话？他应该要讲话的，给迪卡买个手摇杯葡萄干，可以不要，不行，好可怕。然后也谢谢 ZWL 先生，你们有加入150块以上的会员们，记得一定要去填单哦。我们每个月就是表单都会在清空，然后记得要填单，我们才可以再次获得我们4月份的这个吴昕老师替大家委托的这个 IG 透卡，我再贴上来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在这里。在这里 IG 透卡再讲，好可爱哦！这是4月份了，我们一样统计到4月30号，然后5月初为各位出货，好不好？这个带到哪都可以跟朱迪卡拍照到哪的 IG 透卡，好不好？这次4月份就是加入我们台湾话猪猪园以上的会员的回馈，那当然就是您是我的高阶会员的话，基本上就不用再填单啦，猪猪帮你填就好哦。恭喜！是的，台湾解除疫情，希望主播能多不要！我跟你们说，我明天是会开葡萄干重训转盘哦。葡萄干重训转盘，我开下去一转380，有点贵哦，不会让你们有机会让我吃太多颗，知道没有？想让我喝什么茶泡奶盖系列？那是什么东西？茶泡奶盖。就知道希望什么蜜糖，不要蜜糖椰子，好可怕。对，150元以上的专属表单，谢谢神灵宝贝，感谢你，感谢。来上课来一下吗？A路先生已拉下，然后记得填单，有办法自己实体周边。感谢各位150以上的组员们、组长们，我们崇高的经理人。以及我们的萌新跟以世组总裁们，谢谢你们的支持。对，然后不嫌弃的话，明天我们一起来替猪猪补血，最多38000就可以吃掉1整盒葡萄干，加上我整罐的凤梨汁也倒下去吃之外，还有380下的深蹲，以及我算了一下，棒式的话，好180秒哦，好可怕！以及180秒的棒式，38000扑通到达的话就到达咯，知道咯，就是这样子。然后这么甜，肯定是要那种甜到底的葡萄干吗？反正你们要寄，就不一定要在那个生日寄来，谢谢。
马上丢掉。好啦，猪猪今年生日机会收礼物哦，你们可以准备一下，如果有什么卡片啊，或者是什么手工小礼，好，就不要太贵没关系，就是只要心意到就好。然后让猪猪开个礼物，知道你是谁，然后念念你们的手工信啊什么之类的，都会在今年的5月25号的那一周来进行。对，然后再是5分钟是新饮料茶泡饭，天哪，茶泡饭奶盖，救命啊！盛红伊拉塞，好久不见了，好，谢谢盛红，今天也是依旧没有被盗账号。再睡5分钟。再睡5分钟，愚人节限定吗？我看一下。可不可吗？这是什么？皮蛋奶茶可以啊。茶泡饭奶盖，我真的觉得，你各位尊爵不凡的高阶会员们，我就说，我们的原创料理是不是超级超前部署？之前到底有谁在玩香菜料理的？没有嘛？结果这1-2年，台湾各个餐饮业者狂玩疯玩嘞，是不是？然后接下来我们继续玩什么皮蛋，连山葵都玩了，这些东西对我们也完全没杀伤力了，你知道吗？葡萄干超邪恶的 L 先生，真的。然后业务包葡萄干，不要。哥布林先生，不要跟他们同流合污，他们都爱欺负我。不要，我们生日礼物就是泡泡熊已经给我很多葡萄干跟凤梨罐头了，我的生日礼物可以有其他的，谢谢。不要，弟妹的内部爸爸伊拉塞，该是综合新闻的吗？香菜蛋挞觉得还好，普通而已吗？其实我觉得没有杀伤力耶。所以我看的是这个吗？我看一下哦。我看一下。是果果的这个吗？有，我看到了。有让我想起了我们就是去年年底推出的不水小拿铁啊，然后我真的很感谢大家彼此迫害，然后还有我们的那个1儿13重奏嘛，我们的芋头圣代有没有之类的？不错嘞，我觉得现在这些食材大家都很敢尝试没办呢。然后那我们在超前部署葡萄干不需要超前部署，谢谢。它就是一个没有必要存在的食材，谢谢。那个只是破坏礼物，可以再加吗？哪有价值的？我今年生日应该可以收到一些和平的东西吧？烤猪五花包葡萄干。对，之后放音乐出来。好。说肯德基的。我知道肯德基的香菜蛋挞，我其实前2天也有吃，我真的觉得很普通，是因为我们频道的原创料理杀伤力太大了。真的，我们频道的原创料理杀伤力大到，就是觉得香菜蛋挞真的很普通，而且甚至我觉得它是好吃的，对，好不好？谢谢你们，真的没想到这个原创料理一玩，居然可以玩到4年多啊！你各位，好吧。差不多快要满4年啦，对，而且我觉得很开心，就是在今年也让大家知道说，其实你们在高阶会员回馈上面是非常非常有保障的。哪有奖？是哪有奖的降落吗？谢谢你的降落，欢迎你的降落，茶泡奶盖。高雄有的话可以，因为可不可高雄有，对谢谢你的降落聪聪，
是哪有降落吗？谢谢你的降落，欢迎来到迪卡海边的。对不起，我今天居然还在聊天，我觉得哪有降落了？我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唱歌了？哪有降伊拉塞，欢迎来到迪卡海边的。谢谢来到猪猪的频道哦。然后不嫌弃的话，我们现在基本上好多活动哦。那总之呢，我们现在就是文化部爸爸有算是加码补助我们，就是这一档期，就是可能不管是猪猪的新衣装或者是我们的企划之外呢，我们还有就是在会员上面有做一些回馈。那会员的回馈的部分，欢迎大家都可以在下方的连结的部分都可以去看看我们的回馈。基本上这6个月都会有不一样的小礼物寄到您的府上哦。谢谢那我奖感谢降落，谢谢这位是莫凡尔，对，谢谢你的降落。然后是的，少日词歌计划影片都有原创料理可以看，没有错。如果你们喜欢原创料理的话，朱迪卡这边自行也研发了很多跟我的高阶会员相爱相杀的原创料理，都成为我们频道很珍贵的记录。对，然后降落安安这位是二哉，然后对我今天真的是有要唱歌，真的。然后可不可以有呢？再睡5分钟，好。是再睡5分钟，这间店是不是？好，上面翻一下，好，原来是再睡5分钟，我一直以为是可不可香菜冰淇淋找到哪里买吗？香菜冰淇淋还蛮多地方有在卖的耶，之前谢谢 SAL 假面的降落，你好，出现安安。香菜冰淇淋之前猪猪就有推出啊，在找空间的联名。不过我觉得像香菜冰淇淋要找真的很简单，对，就是搜寻一下。而且之前全家有出过，默默跟台安安，对，然后除此之外呢，猪猪的我看一下哦，水灵宝贝，你可以再帮我贴一下猪猪的那个周边的卖场吗？我这边好多东西哦，救命！猪猪的周边卖场不嫌弃的话，欢迎降落的朋友也可以参考一下。目前就是所有的现货都上平台了吼，那这些现货基本上已经不会有再版了，对，因为未来我想推出更多更新的周边。那今年又迎合了就是猪猪的新衣装推出，一定又会有更台味的周边等着大家收藏回家。对，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猪猪的，我看一下，应该是放在，我看一下下方资讯栏有没有哦。下方资讯栏我忘记有没有贴上去了，谢谢你们的降落。那么我把我的周边卖场贴给大家之后，我们真的要来唱歌了，我们真的要来唱歌了，真的。然后我的周边卖场好像没有贴在下方资讯栏谢谢水灵宝贝，谢谢我的宝贝的协助。我们现在水灵宝贝有帮我贴一下，就是猪猪的周边卖场，你可以参考一下，就是这些已经是仅剩的一些现货了。对，特别是我们的胖次娃娃，对，朱迪卡有胖次娃娃，我不管你们究竟把胖次穿成什么模样，即使你们真的穿了这样的一个模样，它也只剩下最后2只了，知道没有？只剩最后2只了。就连店先生也学坏了，学你们把内裤这个棒子放在头上是怎么回事？好，只剩下最后2只了，欢迎到我们的这个周边卖场慢慢挑选。然后好，还有好多的活动。好，大概先这样子。对，我们快点来唱歌好了。然后香菜冰淇淋是指花生糖冰淇淋卷，夜市很多啊。对。那如果说是想要香菜口味的话，之前全家真的有推出过。对，一般歌会都先杂谈60分钟，没有错。假面先生朱迪卡是先杂谈90分钟，歌杂未开先猜。香菜蛋卷冰淇淋就是蜘蛛在去年跟草空间合作的那一档，对，然后很开心，还蛮多朋友愿意就是过去相爱相杀。Ellen 你来噻，欢迎来到猪猪频道。Ellen 你的那个什么尾牙中奖的包裹应该有收到了吼，你们还有那么香香的例会跟悠悠卡，没有错。然后no 乒乓球，然后原来是炮制，那个真的是炮制，结果你们给我穿成那个疯狂假面的形状，只剩下最后2只，快点带回家欺负，不是，快点带回家穿炮制啦，快来穿上
次不要欺负他，知道吗？卖改欺负个糟蹋了，在不？这边都是鸽杂，鸽子是补助。对，我们这边是那个杂，然后就是会掉落那个鸽，不是啦，砸到一半会掉落鸽这样。好啦，我们真的是感谢大家守护台湾猪。我们今天台湾猪正式回归，我们不是成为了，我们正式回归了，就是亚洲非裔语区台湾猪赞，好不好？他经历了千山万水，对我真的很不好意思，Alan 先生。对，总算让你收到了。好，这位是博君，欢迎来到迪卡频道。好，咱今来唱歌，好，时间差不多啊。我们今天真的是要好好的唱个台语歌，好不好？然后不嫌弃的话，就是看一下总之呢，我看一下这是什么事情没有交代。总之感谢就是六叶老师持续开发这个互动免费小工具，因为我觉得在这个什么都要钱的年代，这些免费的互动小工具真的是很值得大家去支持啊吼。那也谢谢六叶老师邀请就是做测试的部分，那日后的那个点歌的部分，蜘蛛研究一下，会再告诉你们大概怎么弄。我觉得应该不会太难，只是我时间太少，好不好？我就会薄荷给我回来。好啦，总之先这样子，然后明天我们就有相爱相杀的这个深蹲葡萄干转盘哦，一转380，欢迎大家一起玩，先安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歌单开出来吼。好，今天来唱唱台语歌吼。好啦，真的要唱歌了，我听到我 echo 吧。要拿一些很久没唱的台语歌出来吗？台语歌很多蜘蛛这边台语歌单超多。那也谢谢今天闹长的降落。那么不晓得你们对台语歌有没有兴趣？那不管有没有兴趣，也真的很感谢，就是选择降落到猪猪的频道。那今天我们就是台语歌会，那会为各位献上非常非常不同样貌的台语歌。真的是非常多不同样貌的，对，你会非常的惊讶，惊讶到觉得你走错频道了。猪脚面线是变小老师用猪脚点缀，不会啊，猪脚对我而言也是重点耶。猪脚面线的猪脚要一口猪脚一口面线，加上一口香菜，超好吃。你们所谓的台语歌，不晓得对你们而言是什么样的样貌？那猪猪从小时候听的台语歌的样貌呢？我觉得我们家的观众基本上已经非常习以为常了，对。但是对我而言，台语歌的样貌，这些经典式的东西呢，一定要推荐给大家。这个是猪猪的爸爸精选歌单之一，基武力。嘿，好大家。是风也是雨，打醒阮的梦。为何你这呢无情？放阮孤单一个人，为你痴情在空等。为何你无真心对待阮？痛苦的心情袂当平静，阮的心啥人会当安慰？只有你，只有你，我的一生，我的情，只为着你一人。是风也是雨，打醒阮的梦。为何你这呢无情，放阮孤单一个人？
为你痴情在空等。为何你无真心对待阮？痛苦的心情袂当平静，阮的心啥人会当安慰？只有你，只有你，我的一生，我的情，只为着你一人。谢谢大家来到着迪卡中岛，今仔日咱来唱台语歌哦，咱来庆祝咱台湾的迪亚，我们庆祝我们台湾猪猪正式回归我们非亚洲一区了。为何你无真心对待阮？痛苦的心情袂当平静。阮的心啥人会当安慰？只有你，只有你，我的一生，我的情，只为着你一人。我快把自动播放关掉，不然会形成一个非常跳动歌会的局面。所谓的跳动歌会，就是因为我频道所整理的台语老歌真的是老到大家无法想象，所以这个自动播放可能会不小心帮我跳到了阿令，帮我跳到了 A 美之类的这些东西，就会促成了本频道的跳动歌会。但今天不是跳动歌会，但是呢，今年度我还会想继续开启我的跳动歌会，因为经历了1年，我的新歌、我的歌单又更多了，不晓得杀伤力是否又更加的 max。总之，今天我们先好好的享受台语歌，未来有跳动歌会会再跟大家好好的宣传一下，谢谢。谢谢迪卡的野草，掌声不断，然后呢，哦，可以啦，来主持一个吼，假面先生，是就敬雄我了解。不知不觉想要主持一下这个会场，对吧？好几首歌来，我看一个，来唱，我们穿插一下啦。我们穿插一下，就是有些比较柔情，有些比较经典，有些也比较悲情。今天我们就好好的唱唱猪猪的台语歌单。这首歌我觉得献给所有的台湾猪猪。以及辛苦的猪农们，谢谢你们的守护，台湾猪猪赞赞！以及这首歌，我想献给一直守护猪猪的面线们。虽然说你们很坏，但是真心希望你们都可以收到祝福。窗外清风一直吹，心事袂讲话详细，有时闷闷想几暝，等无月光日来坐，双镜头总渐渐白。情爱啥人的思绪，无讲出来一句，只有跋杯问天地。问世间冷暖怎轮回，事业前途不该行起地。希望一切就会当顺时，大大细细平安快乐过。无缘分到底欠偌多，
心落地做。虽然这关是孤单一个，并无放弃，有情人来陪。向青头鬃渐渐白，情爱啥人会输亏？无讲出来一句话，只有跋杯问天地。问世间冷暖怎轮回？希望一切就会当顺时，大大细细平安快乐过。茫然困到底欠偌多，为何情义真心落地做？虽然这关是孤单一个，并无放弃，有情人来陪。定定无声头咧咧，看着混乱的土地。情深最后半一杯，望天替咱保庇一个家。情深最后半一杯，望天替咱保庇一个家。谢谢大家来自江蕙二姐宝贝。接落来这首歌嘛是最有名的哦，送给大家。这首歌你一定知影。听这首歌的前奏，你们一定知道。家后不是家后。有一日咱若老，找无咱甲咱友好，我会陪你坐定医疗，听你讲少年的时阵你有偌敖，食好食歹无计较，怨天怨地嘛袂晓。你的手，我会甲你牵条条，因为我是你的骄傲。阮将青春嫁伫恁家，阮对少年对你对甲老，人情世事已经看透透。有啥人比你较重要？阮的一生献予恁家，才知幸福是吵吵闹闹。等待转去的时阵若到，我会让你先走，因为我会不甘放你。
目屎流。新秀啊，莫公，欢迎来到地卡的频道，最上大可以拉塞。有一日咱若老，有心不惊自由好。你若无聊，摕咱的相片，看较早结婚的时阵，你我缘投。穿好穿歹无计较，怪东怪西嘛袂晓。你的心我会永远记牢牢，因为我是你的骄傲。阮将青春嫁伫恁家，阮对少年着对你对到老，人情世事嘛已经看透透，有啥人比你较重要？阮的一心献予恁家，才知幸福是早早闹闹。等待转去的时阵若到，你着让我先走，因为我会不甘看你为我目屎流。哦，我觉得可以午后过来跟你们唱歌，真是太好了。哎，它这个是自动播放的哦，很好。它有吃到我今天想唱什么嘞？最喜欢唱歌给你们听了，爱你无条件啦。来自黄义玲。爱你无条件，爱我用心肝，不管别人安怎讲，相信我的人袂变卦。爱真无条件，缘分全看破，为你牺牲这呢大，敢讲你爱我去死才知惊。那我不甘，我不甘，我不甘爱你爱到将你送别人。山明海誓，原来是一场梦。那我不甘，我不甘，我不甘得袂到你，我嘛不愿放。有你是我安，无你是我安。哪敢目睭紧紧看你行别人？这首歌很像是我第二次唱，是不是？第一次唱好像很像是也是自动播放，然后第二次没错吧？反正自动播放都来了，就唱吧。来了，都来了。爱你无条件。爱我用心肝，不管别人安怎讲，相信我的人袂变卦。爱真无条件，
缘分全看破，为你牺牲这呢大，敢讲你爱我去死才知痛？我不甘爱你爱到将你送别人，缘分听袂完，缘分已经完，山盟海誓换来是一场梦。我不甘对袂着你，我嘛不愿放，有你是缘分，无你是缘，哪敢目睭紧紧看你爱别人？爱你无条件，恨嘛无条件，不管别人安怎看，我已经决定陪你改演。我忘记怎么唱了。陪你改演啊！我再问一下我妈妈好了。这首歌啊，是小时候屯妈很爱唱哦，我就觉得好好听哦。然后长大有机会投入离圈嘛，然后就会很常唱台语歌，但这首歌我之前就是忘了我可能会唱，所以一直没有开出来唱。然后直到好像不知道是上个月还是上个月，然后也是歌回，然后突然它跳出来，我才想到我怎么没有开过这首歌，我应该要唱它的。对，然后因为之前没有练过，然后就凭着记忆，所以有一些字就落彩。对，不过就是很多的台语歌其实都是我的儿时回忆，把它抓回来唱。爱你无条件来自黄义玲，新秀儿以来赛。哦，听猪猪唱歌庆祝咱对恢复出口了，咱迪亚就赞呢，谢谢新秀儿。我头拄是不是有看到？咱的阿月饼的米伫咧纸箱仔内底。阿月，你躲在纸箱子里面做什么啦？在那边被猪猪看到了。黑夜已拉萨月神，欢迎来到的迪卡冰的。我们今天是庆祝我们猪猪回归了我们亚洲非疫情区域哦，真的是很值得庆祝。我们台湾猪大家的守护真的是超赞的。今天唱歌给猪听，欢迎各位猪农们，对，把这个配信外放出去给你们家的员工听。例如我们刚刚抖内的那位猪农先生。猪农先生还在线上吗？猪农先生一定觉得他鼻子很痒，耳朵很痒，鼻子很痒，耳朵很痒。哎，对，应该是这样讲没错，我记得没有讲错。我宇飞商先生，欢迎外放给你们家猪猪听。对，今天是唱给猪听的歌回。对，但是呢，我不是说你们是猪，我说在座各位不是，我说在座各位你们都是面线，我亲爱的面线，谢谢。箱子等你带我回家。上菜欢迎领养。我们这个阿月坏掉了，你们要多少收？50吗？面圣们，这只阿月坏掉了，快点求50元收，快点！来，下一首歌，我们唱了以琳姐的歌，我们唱了江蕙二姐的歌，我们接下来是不是我们在今天的台语歌会也可以推荐几首猪猪的台语原创曲献给大家呢？来，猪猪在去年咱旧年的12月24号平安夜的时阵吼，特别台语专辑伫咧平安夜的时阵已经上线啊，发行啊啦。我们在这个台语募资非常非常顺利的情况下，然后同时也获得了这个文化部的补助嘛，然后也顺利的就是把我们的3D Showcase 4周年成功的就是算是完成了，我们好多的里程碑啊！这张专辑，这张专辑里面有非常非常多首歌想推荐给大家，其中这一首 Murasaki 紫色，紫色的紫，希望大家也可以听看看。
歌大声。犹原是满山的歌梦，山已经看袂着你远去的形影。时间跟你行，留我一个人在这。笑笑的苍穹渐渐红，若亲像过往咱的红唇烧炭，一小灯头丛轻轻在风中飘散。爱永远做伙，彼当时袂负讲详细。对你的感情，要是藏心肝底，莫过痴白。花燃起，若像咱的爱情，过往的回忆，对雨水来离开。今摆的我，只是你的过去，就到这为止，咱两人袂搁再相见，相见。浅色的天光渐渐红，若亲像彼时咱双手相揽，一小灯头丛踮伫旧梦中流淌。对你真歹势。永摆的感情，要是藏心肝底，莫搁怨切。花若离去，亲像咱的感情，过往的回忆，对露水来消失。今摆的我，只是你的过去。这为止，咱两人就到这为止。少了爱情，恐惊等往逝去。我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今摆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煞不知安怎放弃我单纯的心意。心意，花燃起，亲像咱的爱情，过往的回忆，对雨水来离开。今摆的我，只是你的过去，就到这为止，咱两人袂搁再相见。咱的zan境已经过千万年，额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小的你，早就已经离开。山路最来山的回音，我的爱情袂搁相见。
新秀二公可能只是贵命的上啦吼。啊，有啥跟上班偷听吗？欢迎上班偷听心偷。啊，是小喵喵来偷听的吗？欢迎，大家上班工作辛苦了。今天是台语歌会，陪伴大家做一个专职优秀的心偷哦。暴走内装有爱，福利熊居然是直接丢粉碎伤我的天哪，直接粉碎掉。看是80砸吗？没有，小喵喵猪猪姐姐现在很努力的在把我们的歌的这个趴数补上来，可以的。我想要努力在补趴数，有看到吗？虽然说我今天很像杂谈到，对，杂谈到我想要2点半，是不是？谢谢你们，紫色的紫，上好大家。台式悲歌啊，台式悲歌，我觉得台语歌大家好像还蛮容易会联想很多悲情啊，或者是一些非常苦情悲情啊。或者是女性痴的等待，男性何时回头的状况。但是我们这边有非常非常的足迹，足足努力的在向前走哦。咱家有足侪卡架，我伫我的头前行我的卡架，毋过阮兜的面线，我伫迄后边咧蹲啥货？我非常努力的在走我的不是囤积，对不起，我在讲什么？懂你们啦！我非常努力的在走我们的足迹，他们在后面跟我囤积，囤高阶会员回馈，懂你们爱的。我在前面很努力走我的囤积，你们在后面给我足迹哦，完蛋了，中文真的坏掉了。这首歌，这首足迹呢，基本上带猪猪走过了很多很多的回忆哦。这首歌也是本频道当初想要制作原创曲的时候，跟我们练线一起相爱相杀，募资出来，然后参加了很多很多的奖项，陪我们走过了非常非常多的奖项的这首卡奖，在今天我要唱给猪听。好啦，当然也是唱给你各位听啊。靠奖，如果没有听过的话，欢迎这首歌可以听看看。我们在台语上面有非常非常不一样面貌的这个诠释哦。来，按那靠奖，我找一下哦，应该是这一版本，没有错的话。千年的孤寂，伞来予梦拍醒。一丝的香味，都是交我来提醒。为着一个记忆，决定了我出发的初心。我是个旅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大定来底，面线放开，穿着烟水，吸引着我的心，紧注意。空啊来这，只有一片土地香味，情感事，敢有需要搁提起？夜头看起这世界的匆匆，我真心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有相只在冷梦时。不管你来过的改变什么，只要还在我的气味存在，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梦境。就是说这了嘛，都你们害的，我的中文已经没救了。千年的孤寂，伞来予梦拍醒。一丝的香味，都是交我来提醒。为着一个记忆，决定了我出发的
心。我是个旅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大定来底，年岁放开，穿着烟水，吸引着我的心，赶紧注意。行啊来这，只有一片土地香味，情感事，敢有需要搁再提起？都给你们嘟！那你卡甲，我们的卡甲啊，没有要再一次啦，没有啦，不小心按到轮回了，不小心按到循环。这首歌就是算是来自于我们DOB台语专辑的起源。那我们这张台语专辑也马上要在今年的4月，这个月我是抓啦，最晚4月底一定会有机会让大家在平台上面做预购。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台语专辑，我们的卡甲，请一定要支持起来。对，因为其实在 B 圈要做原创曲真的很不容易，那在 B 圈要做台语原创曲更是不容易。受众的部分啦，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喜欢台湾文化的人是很多的，但是会来 B 圈看YouTube 的话，基本上很像不太了解说我们有在推台湾文化的人。那这些族群呢，他们也不晓得说啊，原来在这个台 B 圈也有一只笨笨的猪继续在推广这个文化。对，也就是说，其实，在 B 圈的受众大部分还是日式文化为主。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我还是坚持会在我的频道，在我这条路上，在我的卡甲上面继续走着这一条可能比较少见的路，但是对我而言是很有意义的。如果大家不生气的话，请在4月底我们专辑预购平台出来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支持我们的专辑。也希望这张专辑在今年度可以帮我们再创下更好的成绩，留给大家，留给这个频道。谢谢盛仔，还有六，然后马美桑，谢谢豆豆先生，下岗发大财。出现了，更发大财，下岗发大财，这样，谢谢你们的支持。然后不生气的话，就是我们6月老师左下角的这个免费的互动系统，大家也可以透过就是我们置顶连结的这个连结玩一下，因为猪猪刚弄好这个网站，所以你们可能会看到没有任何的横幅，但是的确是猪猪的算是整合抖内平台。对，欢迎大家一起用健康的金流支持主播，支持你们的推哦。冠宇，谢谢。台语歌真的有很多不同的样貌，我们在这张专辑就做到了很多不同的样貌。下一首歌也是我们DOB台语专辑内底的一首歌，真正是足水气的。听到水气，阮观众已经知影我要唱啥啦。那这首歌呢，我们努力的在台语歌发掘不同的样貌，而且我一直觉得台语它不过就是其中一个很美的语言，所以它不应该定义成只能唱悲情，只能唱苦情，它也可以就水气就下拍，您讲是不是？
这首歌叫做75C 呢，来自于就是某猪的罩杯，来自于某猪的罩杯，但是就是不晓得为什么某一天，本频道的御用美编妈妈牛妈小姐就把它弄成了很帅气的标准字，然后进而成为了一首非常非常武将风格的歌，真的是我万万没想到啊！人家是我都叫错是不是？我都对呀，我都叫成76叶老师，对不起，我的中文到底有多烂？我的天哪，刘老师，对不起，谢，好，我罚念10次了，这样子应该可以过了，对不对？对 ，Secret 啦，这首歌相信可以带大家听到它有一个不同的样貌之外，也在去年首度公开了，就是在很像第3届金币奖。就是猪猪很开心可以担任表演嘉宾，那这首歌也用猪猪的3D 样貌完全来唱跳呈现了。这首歌真的很累，你知道吗？唱完跳完会满身大汗。75C， 而且这首歌有我们家大佬的声音哦。我们这张专辑希望可以回馈于我们支持我们的观众，所以里面有一些打 call 的声音是来自于我们家面线哦。咦哟！声在汤苏海天下，我来打0800电摇机，Disney 英雄将来不分出身，我的嘴家真好你，你倒位来的故事要甲我编，九天下你一阵马祖拢甲我小听，那写一篇75C，当我世态，伊sẽ緊張看太多講劍來無啥通甲我阻礙安定空間，千軍萬馬，雖然再有總來真掛袂停。Secret 啦，來，恁攏來自台北、高雄到鼓山，這比海快地盤，我來講，認真前面原因 ，It's me，女性將來不分出身，黑心肝你閣加好意，你倒位來的歌想要甲我騙，古細也來宿舍摕地花甲我做定，寫一篇75C。當個世態，伊sẽ緊張看太多講劍來無啥通甲我阻礙安定空間，千軍萬馬，雖然怎樣總來真掛袂停，世間冷暖，光陰不等待，往後正常無人來令我心態千百年間，都伊努力，我就是你愛的阿普羅代蒂。起司海味咖，卡达昆仑，送冰冰掌聲，叫掌聲。當個世態，伊sẽ緊張看太多講劍來無啥通甲我阻礙安定空間，千軍萬馬，雖然再有總來真掛袂停。當個世態，伊sẽ緊張看太多講劍來無啥通甲我阻礙，千百年間我就是獨一無二。我就是你愛的阿普羅代蒂，我就是你愛的阿普羅代蒂。Secret 啦，感恩感謝多達75C 真正 Secret 哦。今仔日做 Secret 代志，就是咱的台灣的豬啊！我們台灣的豬豬恢復出口了，已經正式恢復我們亞洲非疫區了。台灣豬農大家辛苦了。這首歌呢，不只唱給豬聽啊，也要唱給你們聽。也謝謝咱的勝仔咖喱咱豬仔專員，謝謝你們的支持。我想滿身大汗，我喝個水。
好喜欢这首歌，我真的好喜欢，好喜欢我这张专辑里面所有的歌曲。这张专辑所有的面貌呢，你们都已经可以在猪猪的频道的，我记得他有整理在那个发行那一区，然后有一个 DLB 有没有？就是我们 DLB 专辑的那个发行的那一区，就有那个什么播放列表，点下去全部都可以听到，好不好？希望大家可以支持起来，然后可以让大家知道说，这个语言其实有更多不同的样貌之外，它可以很美，它可以很感性，它不应该有高低矮花之分，这是我最想传达的。对，就要被出口了。月神先生，我觉得我被出口是一件很值得开心的事情啦。对，然后声音在里面是大老通里面，等一下，不是福利兄，有一些大佬打死都不现身，例如那个什么阿义斯，例如那个什么风尘梦，例如那个什么福利熊，怎么样都不现身的这些隐性大佬。我再想一下之后，如果我们还有机会再玩第二张专辑的话，看我怎么把你们这3个抓进去，让我想一下，看一下怎么玩。但是不管当下你们方不方便过来录制我们的专辑，我都很感谢你们的支持，因为有些大佬很可爱，他们过去实际上也没有真的踩进去录音室，因为真的他妈压力山大。所以我们其实有1-2位大佬是有过去的，但是他们没有现身，因为对他们而言真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你们知道我们在录音的时候压力多大了哈？知道了哈。我就是要让我们家大佬也尝试一下这个痛并快乐着的感受哦。虽然说大部分都有被压进去，而且是一个一个压进去，但的确有1-2位真的他发不出声音，他真的会害怕。对，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这个福利，这个回馈就是属于你们的。你们要不要进去现身，那个也是你们的自由。对，那不管有没有出现在我们的专辑，你们的声音都没关系，因为你们的足迹全部都在我的募资的页面上面。好，这位福利熊，你上面的那个页面留下来的那个字迹，我真是他妈找好久，最后还是被我找到了哈。我只想说的是，谢谢你们。对，不管是用迫害的方式、一拳特点的方式，还是一次39万直接砸下去的方式，甚至是就是可能学生族群，或者是家里有老小要照顾，可能只有250块，真的都没有关系。我其实最近时不时都会去翻一下我的募资页面，我到现在还是会觉得很不可思议。个人式的我，在推广这么热门的台湾文化的我，居然有你们愿意跟在我后面欺负我，不是居然有机会让你们就是继续跟着我继续推广这么不容易的这条路，真的谢谢你们。其实我配迪卡舞蹈更有味道。我跟你讲，小欧经理，我真的很感谢这次我们就是真的也是砸了重金邀请到了我们的动作设计老师。那动作设计老师在我们这张专辑的舞曲真的是精心配置了很多很多的动作，就是他们有分舞群动作跟歌手动作。那我这边的歌手动作，他给了我很多很多就是一些分解动作要我去练，他可能不是那么困难，但是他完全可以带动整场的气氛，真的很帅。要出货了吗？哦，关羽先生要出什么货了吗？有个要什么代驾啦？你们好可怕哦！台湾代驾，不是，我只知道学长很会喝，他需要台湾代驾。对，这个代价实在太大了。对，不是苗老师怪怪的。这上班是翁文姐的吗？谢谢真心更新，谢谢你，谢谢。对啊，所以总是会觉得这条路真的运气很好，可以遇到你们。对，因为喜欢台语的大家，我相信是很多的，只是在 B 圈，就是大家还是会比较 focus 的日系文化，就连我也是啦。我其实刚进来的时候，我也是不断的在听着日文歌曲，在练着日文歌曲，只是台语歌曲在我的记忆深处真的太重要了，我才开始决定慢慢的去推广它看看。对，然后一转眼你看4年多了，我们居然也要迎来新一章了，而且我们的专辑也要在4月底进行预购了齁。谢谢你们大家。来，我们是不是有一阵子没唱嘟嘟嘟了？我们要不要嘟一下？可
可是我不知道会不会翻车哦，因为我前阵子又在忙一些有的没的东西。先讲起来，帮大家打个预防针。来，这首歌真的很帅，这首歌真的很感谢我们大宝老师的好兄弟大宝，金钟奖得主大宝真的过来现身，跟猪猪一起完成这首嘟嘟嘟，超帅。来，我们下一首歌嘟嘟嘟，我们来试看看。至于我的 rap 还记不记得，这个就尽人事听天命哦。来，我先 setting 一下，你们等我一下。哦，每次唱这首歌都好紧张哦。来，嘟嘟嘟起来啊！是啦。我相信讲，不是在放风，都成功了，你得爱听上。代志讲我，暗心在偷动，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你讲就是爱我，成功的笑容，甲我捧甲捧捧，才三人阿那。啊，小姐爱水欣赏跳，要紧音乐，吹落去做伙蹦落 ，everybody 嘟嘟嘟嘟嘟，专心了到底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做成坚强免搁想想多。暗时卡再搁头人是伊命，毋是你讲的肉卡是在掠定。我是台湾歌，车甲骑车，渺小但青海关山，我收好。待你才好打，我都耳通莫吹少，口牵拖，台湾制造，不如是不着我。较代实际无戏，我才跟你猫照行。少年的，锁着我的趁早，我是你卡，甲只敢若试带，就要去冰，就要伊出一挂，茫茫前路甲山路道有你搁有我。姊妹啊，锁着我的趁早，我是你卡，去一马真风花，就要去冰，就要伊出一挂，天路流到到有就来出声，成功啦，CP啦，都成功了，你得爱跳绳，哪有烦恼，做你甲我讲，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 ，everybody 嘟嘟嘟嘟嘟，专心了到底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做成坚强免搁想想多 ，everybody 嘟嘟嘟嘟嘟，咱的脚步嘟嘟嘟嘟嘟，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做成坚强免搁想想多。你讲就是爱我，成功的笑容啊，甲我捧甲捧捧，才三人阿那。哎呀，小姐爱注意欣赏咯，跳落去音乐，吹落去做伙蹦咯 ，everybody 嘟嘟嘟嘟嘟，专心了到底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做成坚强免搁想想多。大宝来啦，水啦！一个导弹就行落去，镜头位家己掉头赛车就有生命啊！马祖的真是咱来传承哦！爸爸把对对紧张，向前冲，啊嘟嘟嘟！高温感谢都人哈，我相信讲，真正无通风，都成功了，你得爱保守。代志讲我，暗想甲头动，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 ，everybody 嘟嘟嘟嘟嘟，专心了到底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做成坚强免搁想想多。我相信讲，真正无咧通风，都成功了，你得爱保守。代志讲我，暗心甲头动，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 ，everybody 嘟嘟嘟嘟嘟，咱的脚步嘟嘟嘟嘟嘟，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做成坚强。这首歌谢谢大宝的献声，有够嗨的！
这首歌在动作设计上面，如果大家有去看猪猪的那个3D 秀的时候，有发现我练习练到我整个骨盆都已经快跟我的那个腰部脱离了，你们知道吗？这首歌就是动作设计老师啊，佩农老师跟大力老师他们有故意就是设计成有点像那个乔多拜，骑机车的那个动作，对，就那个动作很可爱哦。它其实姿势就是大家一看就知道我们在干嘛嘛，对，乔多拜，然后再踢那个那是什么？踢那个什么柱啊？那个叫什么柱？机车那个到底叫什么柱？中柱吗？之类的这个动作，它可以玩好久诶。你头好痛吗？啊，你头好痛是因为听到你的声音吗？是好，你头好痛一定是听到你的声音的，对，我知道啦。这首歌嘟嘟嘟也是我跟我们家大佬们相爱相杀的其中一首。这首歌也是把他们抓进去迫害的其中一首。好啦，没有很多首啦，就嘟嘟嘟跟气死 C 啦齁。想说今天这么普天同庆，把你们声音抓出来给大家编一下，还不是？你们声音很棒，你们的声音很棒，而且你们还跟大宝合唱诶，是不是？左左伊拉塞，然后对嘟嘟嘟学欢妹，然后中柱是不是？中柱没有错，抹茶冠宇岩柱。僕たちは燃え盛る旅の途中で出会い目を出して目を出して話して未来のためにただうたび僕が君を待ってる強くなりたいと抱き泣いた決意お花向けに大哥没有输，啊毋过咱今仔日毋是要唱日文的，咱今仔日是要唱台语歌吼。谢谢你们立柱鬼之游魂，薄荷在吃什么瓜啦？好，连续2首比较不同样貌的猪猪的台语原创曲献给大家。来，时间来到着3点的35分，咱继续来唱歌。刷得来这首歌。我今天呢真的是太开心了，我们真的是台湾猪农，真的是普天同庆，所以下一首歌我要唱我的原创曲，而且这首歌是我真的是认定在我们这张专辑爆干难唱的。NC 就是我最爱吃的 NC 这首歌就歹唱的，不过他真的声音就水的。我们的元虽，我们的香菜不好唱，但是它真的很美。我的香菜，我的3元素之一，献给大家。春草油脂，冬雪再冷无了时。你的脚步行头前，看袂着我暗淡的表情。黄昏的红光照雨顶，灶骹的花粉透天顶。有关系的气质，你爱现水脚也把味，切一半我的情意，搁是我的痴心，酸甜苦咸杂破淡人生，看你去定来不回头。望你真正了解我的心意，我有影甲一切拢交予你。抽一时遐花戏，谈歌滚这多年，心煞已经走未去。一顿饭吃完，咱就来相思。我
这对冰甜满地，不愿在意你，万分稀微是最后的滋味。月娘的深光照窗边，饭菜的油芳拖家市，犹原是放袂记你对我的爱惜三明。望你会当了解我的心意，我有也甲伊切拢交予你，抽一时也过去，看我阮才这呢，心酸已经走离去，一杯酒饮对咱就来相思，我已经决定袂甲你拖累，这晚平淡天开，陪摆藏伫幻境，又可是无明的暗暝。若未来你搁再回头想起，我想要做你看来的缘水，微微仔的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袂搁再斗阵，请你一定要照顾你家己，予咱天较细腻，不通搁相违。真心就愿是最后的最记。谢谢大家 NC 哦，我的天哪，在这个时候我的心境非常的祥和，因为 NC 这首歌很美很美，我的心灵祥和，我的大脑祥和，我现在视觉又更加的祥和。对，因为我看到了就是某大手绘师又加了笔，然后这个加笔呢让我的视觉更加的祥和，我想可以就地升天，谢谢大家，太美了。我们这次配合台语专辑的宣传，以及猪猪的算是新衣装，还有我们的台味周边等等，想要为频道做个记录之外，我们也委托了很厉害的老师替我们绘制猪猪的周边，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这次的周边也真的都很美很美。然后你们等我一下，我们那个记忆体又不足了，你们老师在记忆体不足，等我一下，我把那个聊天室抓回来。我们 YT 的记忆体又不足啦，把你们抓回来啊！是三哥，你的腿长出来了吗？三哥，我们就是一般人的问候语是什么？哎，假爸爸，今天你天气就好诶吼，嘿之类的，天气很好是日本那边，台湾这边是假爸爸嘛。然后遇到三哥，啊，三哥你的腿还好吗？三哥你的卡给我跌吧。好，我们遇到三哥就要问候他的腿哈，不问候他的腹是什么？腹中的腹哈，我们不问候他的腹，我们问候他的腿哈。三哥，好啦 ，NC 这首歌是我每次在台语歌会的时候也是必定要拿出来唱的其中一首原创曲啊，日台语混着唱，我觉得可以啊，我超喜欢日台语的那个混合各方面的，
各方面。感谢你的免巴 gift， 来电话底捌吹一下吼，卡一个在电话咧吼啊，来咱准备咧拍手一下吼，好喜欢。好，接下来说哪一条人腿、猪腿、狗腿吗？再怎么讲，我们三哥也是人模人样的，我问的一定是人腿啊。三哥在说啥呢？三哥，好啦，下一首歌，好棒哦！我觉得在今天就是唱给猪听的这个歌会呢，可以唱好多首很棒的歌曲之外，也可以再次推广我们的原创曲给大家。接下来说到这个台湾的生育率，我是觉得可以不用救了，没有关系。但是我只求祝生娘娘保佑，已经生下来的那些孩子们都可以获得健全的照顾。唉，猪猪其实很关注那个儿福联盟，然后但是一旦关注下去，会对于就是很多的案件很灰心，所以才做出了这首歌，想要祈福。原本是想说救生育率之类的，但是现在我转念了，我觉得生育率我宁可不救，我宁可救的是那些已经出生的生命，请诸生娘娘替他们赐福，希望他们都可以获得完善的照顾。生育率什么的放着吧，对就很怕生出来的是那些不想照顾，然后又无法好好对待小孩的那些人。对，每次看的都很心痛请诸生娘娘加持这些孩子都可以获得幸福的人生。祝生来自于猪猪原创曲，献给大家，也献给曾经是孩子们的你，甚至是现在在求子的各位大人们，你们都辛苦了。清风下过面，巷仔灯火顶，孤身这多年，才来拄着你，今日的后声，千里传到这，海海人生路，啥人来听声？亲像我安尼人工会当幸福，祈求一家有希望，我拢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这里守护。今日的后声，千里传到这，海海人行路，啥人来甲咱听声？亲像我安尼人工会当幸福，一家有希望，我拢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这里守护，听头来为着伊，我甘愿下将长跪，直到天明。心肝内伊在祈求月亮笑车亲像我安尼人工
会当幸福。祈求一家有希望，越努守护。牵手行咱的路，是幸运的路上。自细牛牛，请你甲咱守护。缘分来到你我之间，亲相他，心思乱。有因相相，无因自正，惨一寡囝无生强正，总是会有一天，咱会看天开月。搁遐一领皮小自细牛牛啊，多谢你的宝贝，应该是幸福哦。谢谢大家。祝谁是猪猪的台语原创专辑里面其中一首歌，对，孩子们啊，孩子们，其实我在开台的时候，常常就是把你各位在座当孩子们，你们知道吗？就连我自己也是啦，因为其实我在开台的时候，我也常跟我观众讲说，反而是我的自由时间，我的休闲时间，因为我私底下的工作很忙，然后私生活压力比较算是比较强度比较高，对，所以反而是开台对我而言是可以跟大家一起风言风语讲干话的时间，所以我很珍惜。所以这个时候我都觉得大家就恢复成孩子的样子，开心的疯，开心的闹，开心的互相迫害。可是很妙的是，我们家的孩子他们很疯，他们爱欺负我，但是他们又很有礼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是很有礼貌，我在讲干话，就这一点我真的觉得，可能因为有长期经过社会变大，所以就是猪猪的频道迎来的观众群其实都是熟男群居多，但是我觉得大家都需要一个讲干话的避风港，所以基本上大家来其实就是干话来干话去，就连我自己也是，讲干话真的好重要。你各位孩子们，首歌献给你各位。好啦，MC 吼，就真正是就水的一条歌曲。我是已经是猪儿子的妈了，没错哦。我们家猪儿子最近变成了女儿哦，真的是我就想一满我就是想要就是生女儿的这个愿望，我们家猪儿子替我完成了哦。你们可以去订阅我们家茶猫哦。最近不晓得为什么变成一个女孩子，变得非常漂亮的女孩子，就是连妈妈都追不上了哦，就是翅膀硬了，你知道吗？你们去订阅茶猫，茶猫最近变女生了，超可爱。来，下一首歌。哦，好热，我真的唱满身大汗。来，我们来继续，还有很多首台语歌诶，我思考一下，我们还要唱，好，我也来随便挑一首，那么就，我们好久没唱新人类的歌曲了，我们来唱一下新人类的歌曲，知道我在讲什么吗？那是我们频道内梗，我们来唱一下我们新人类的歌曲。来，等我一下哦。对，我们萧煌奇老师堪称是本频道新人类啊，原来常常就是唱着唱着就被抓去开钢弹了。我要升 key 一下。
幸好亲像最后一把。OK， 我们再来一次，升个6 key 耶，哇，好高哦。幸好亲像最后一班蓝毛过远的火车，只有月光寂寞半路地涂骹。你讲拢是我误会，不是你变卦。本来就无爱，这句话使人足心痛。是谁感动感谢我，做你的雨伞。你困袂去的暗暝，电话来为你唱的歌，我予你真情，但你爱我孤单。我的心内有情被化煞无声，目睭起着大影叫我莫迷茫，胸腔留着你的香，双手捌有你来靠岸，虽然一张空，嘛已经有价值。我的心内有情被化煞无声。原来哪会一人苦痛无可做，别人的话都唔听，一心拢往对你行，爱是倔强的情歌。对面顶在看，嘛拢无感觉。希望亲像玻璃窗，予你一句话向向拍破。明明就有伤，哪搁点点徛伫这？我的心内有情被化煞无声。目睭来起着大影，叫我莫迷茫，胸腔留着你的香，双手捌有你来靠岸，虽然一张空，往事嘛已经有价值。我的心内有情被化煞无声，原来哪会一人苦劝无可做。一心拢往对你行，爱是夹着耳孔苦涩的情歌。我的心内有情被化煞无声，目睭起着大影，永远予人看。胸腔留着你的香，予人烧玫瑰的香。虽然一张空，往事已经有价值。我的心内有情被化煞无声，原来哪会一人苦劝无可做。一心拢往对你行，爱是倔强的情歌，目屎流过笑容的情歌。变成女孩，变成火锅料，是的，非常的百变呢。
爱有是查某囡仔哦，他都知道那个八郎系列的哎。好啦，我们唱一下查某囡仔八郎系列歌曲。我无做陪戆查某囡仔，像伊的一段。等一下哦，我用一下歌单。你一半，两个人这呢好，行到尾无外靠，爱亲像三文坡，情分啊这呢薄。头毛这样，命若无这好，别人咧佚佗，我为生活拼淡薄。一个人啊好，也不甘愿花苦，因为我的笑面是我的倔强。将阮的长头鬃剪做短头鬃，查某人的心伤痕袂空在脚。少年时光甲这好，美丽的梦，戆人才会相信无效的酒泉，将阮的长头鬃。袂早飞的心，对爱也无希望。有一天我会拄着命中缘分注定的迄个人，我会当为伊吃彼领新娘衫。这样命若无这好，别人咧佚佗，我为生活拼淡薄。一个人啊好，也不甘愿花苦，因为我的笑面是我的倔强，将阮的短头鬃。心对爱也无希望，有一天我会拄着命中缘分注定的迄个人，我会当为伊吃彼领新娘衫。阮的长头鬃剪做短头鬃，查某人的心伤痕袂藏在脚。少年时光甲这好，美丽的梦，上好的命拢是别人的好命。伫台北开路灯。阮也变大人，过三早的汗，讲的有人不惊。有一天我会唱着命中缘分注定的歌伫遐，予阮日思夜梦，彼领新娘衫。谢谢大家，我要先把那个自动播放关掉，不然我觉得它可能又会跳到其他不知道什么的歌曲。等我一下哦，还是我们看一下下一首会是什么，搞不好是猪猪会唱的。
啊，真的会唱，可是这首不是台语啊，不好意思了，佳佳，不好意思了，佳佳。我的爱无奈，在天海地带。很久没唱这首歌了。三哥说找到了萧煌奇老师，最近一直在听他以前的《阿拜萨巴希》哦，那首歌那首歌真的好好听啊，很棒，很会选，那首歌很好听。防弹咖啡中岛午安中岛好吼，粉洋洋来了，伊拉塞欢迎来到的迪开冰的，今天好开心，我们的台湾猪猪守护成功了，我们回归就是亚洲非裔区了，真的是这是一件很值得庆祝的事情，因为他要经过好多的努力耶。哦，你知道之前吃不到猪肉的那14天，我多么的难过吗？我多么的真的会忧郁，你知道吗？对，我爱吃自己的肉，我觉得台湾猪真的是世界级优秀了。那14天买不到猪，真的叫我怎么活？然后虽然说之后就稳定，很像有比较稳定了，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回归到非疫情区嘛。但是总算在昨天4月6号总算正式恢复了，所以我就觉得今天真的是很值得庆祝一下，唱歌给猪听，好不好？看标题好怀念花博线下说。对，洋洋你还记得我那时候就有我就是一直在碎念，很像就是跟你们讲说希望真的快点变成非裔，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真是恭喜猪农们。对啊，然后也谢谢大家的守护，谢谢大家守护台湾猪，守护猪迪卡。不嫌弃的话，也欢迎大家持续继续守护这只猪，谢谢。持续守护猪猪，然后不嫌弃的话，我们的周边卖场也可以逛一下，参考一下，谢谢。但是周边卖场我刚忘记把水灵宝贝的那个复制下来了。猪猪现在所有的周边全部都委托在四季图的合作伙伴那边，我去 DC 抓好了，等我一下。我担心水灵宝贝在忙，这个时间大家应该都很忙吼，谢谢你们来到猪猪频道挂台听歌。不嫌弃的话，我们的周边也可以支持起来哟。找到了水灵宝贝真的很快，我们家水灵宝贝真的快我1分钟。水灵宝贝就是快，谢谢。对，目前就是我们扳手可爱的小扳手水灵帮我们把这个周边卖场已经放在我们的聊天室，欢迎大家可以去选购一下哦。特别是那个疯狂假面朱迪卡，对，就是一个穿成了就是疯狂假面的形状的朱迪卡，现在只剩最后2只，大家好好把握，只剩最后2只的疯狂假面朱迪卡，好不好？然后还有之前就是大家有在询问的悠游卡，目前也上通贩了吼，都在同一个卖场，大家支持起来。台湾人就是比较吃颜色很彩色是吗？那叫猪羊变色，应该是看到猪猪姐就真的假的？看到猪猪就想要换头贴颜色，猪羊变色，我懂。来下一首歌，来，接下来这一首歌，我觉得好，我们来，好一阵子没唱了。前阵子又在大港看到那个血肉果汁机啊，真的超燃，只要有血肉就是燃，你知道吗？好，听到血肉果汁机，大家我的面线应该知道我要干嘛。对，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请一定要留下来。如果你还不知道我要干嘛的话，请一定要留下来。我现在要唱的是许富凯的歌，很正常。对，我们的金曲天王，我们许富凯，来。但是这首歌我要找一下伴奏。对，有了。我看一下，因为我一阵子没唱了，我看一下我之前用的那一版的伴奏还在不在？好，试试看这一版的好了。来，叶新 B 已经有别人2023版本哦。
很悲情哦，条框蛮亚哦，悲情到你会吓一跳哦。半暝仔的包厢，哦，好低哦，我生气哦。这条歌的歌词，重来好了。半暝仔的包厢，相相惜惜。这条歌的歌词，几分想你，不知影是伤心，也是酒醉。怎样我的心事，离袂开你？你的每段感情来来去去，追求的是自由也是空虚。若无爱哪通讲出嘴？因为伤心的人就会受认真。迄杯缘分已经伤，这罐心伤都无换。饮酒的讲伊戆，饮酒的笑伊戆。过来这段感情无讲过，伊对缘分已经伤，这段心酸都为藏。看破的这场梦，看破的这场空，伊要讲伊的身边已经有别人。榨干他！哦耶！啊，等一下，这个没有血肉的版本啦，这个没有血肉的版本的，等我一下，我要找个血肉版本给你们。之前的那一版没有了。好啦，给你们破个呢也没关系，我看一下，等我一下哦。看一下这版有没有血肉的版本。好吧，这一版我们再来一次。哎呦，都破梗了，没有办法吓你们，但没关系。好歌呢，值得再听，一听再听。对，不然就要自己唱了。我现在没有办法，我现在死音先不要，对，伤喉咙。这个东西就交给那个专业的血肉就好了，就自己唱起来。不要，好啦，我之后练起来看看啦。血肉陪你616的陪你出高价。你这样不是不行。半暝仔的包厢，生气，想再次，这条歌的歌词，几分像你，不知影是伤心，也是酒醉。怎样我的心事？离袂开你，你的几段感情来来去去，追求的是自由也是空虚。若无爱哪通讲出嘴？因为伤心的人就会受认真。迄杯缘分已经伤，这段心酸都无换。饮酒的讲伊戆，饮酒的笑伊戆，我要醉过来，这段感情无人陪。伊对缘分已经伤，这段心酸都为藏。看破的这场梦，看破的这场空，伊要讲伊的身边已经有别人。好了，真的要来了哦！这次不会骗人了吧？哦 ，Come on go！ 哦，不寂寞了，来哦！
饮酒的笑伊讲，我无水古代一杯感情，无人陪彼段缘分的景象，一段心酸的遗藏，酒醉了继续梦，亲像了继续痛，因知影伊的身边已经有别人。还不是你们常常说写漏的这一段很像猪叫？那既然如此，我们就把这段开出来，好好的普天同庆我们非洲猪猪啊！这是完整官方版本的，我们歌王的版本，我禁掉，刮禁掉。不是歌王的版本不能放出来，不然版权炮，是不是？我们今天普天同庆要把这个猪只的声音放出来，我恭喜台湾的猪猪真的是回归非疫区，是一件很棒的事情。至于那个猪叫声，我真的觉得很值得精华，谢谢水灵宝贝。我会再提醒你，在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我们血肉果汁机版本的一夜宪兵一顶五把郎，非常的适合今天的精华，做个记录，谢谢。好，喝口水。哇，好热哦！时间来到了4点15分。没错，猪只好不好？话说这只猪是不是已经要开台快要3小时了？我觉得我今天没有唱到什么歌，为什么已经要来到3小时了？我今天聊了这么多天吗？我今天一直在跟你们讲话，是不是？真的要断舌头欸，有没有这么爱聊？朱迪卡，对，就是很爱聊，怎样？很爱跟你们聊，怎么了？咬我啊！咬我啊！我就想跟你们聊天嘛，想跟你们聊天怎样？接下来，好，对，直接的，谢谢水灵宝贝，就是刚刚的那个部分，因为刚好今天我们这个歌回就要唱给猪听的哦。因为葡萄干可以不要这样吗？不要再葡萄干了，哪壶不提哪壶，这个是什么葡萄干啊？葡萄干这个东西难吃吗？话说我明天很想要吃葡萄干了啊，但是应该不会吃到一整盒听说我们这个什么冯立雄寄了就是一大箱葡萄干跟那个什么凤梨罐头过来这个东西能吃吗？这个对我也是不能吃的东西但就是因为我知道我不会吃我才在明天开个那个重巡跟葡萄干台我这个转盘上去看你们有没有办法让我整盒吃掉您这个38000的这个集资一旦满了朱迪卡整盒吃掉，还外加这个深蹲380下这个180秒的这个棒式这个就是看的是你死还是我活脚上一堆牙印，是这样吗？黄源诺言伊拉塞谢谢娃娃已下单吗？6，也就是说我们娃娃现在只剩下最后一只了吗？你的最后一件胖次已经剩最后一件胖次了吗？我看一下，谢谢支持。我们现在在线上已经剩最后一件胖次了，对，真的，我们就只剩下最后一件胖次了。我们感谢6把倒数第2只把它带回家来。我们这个朱蒂卡绝无仅有的胖次真的只剩最后一件了，我不知道下次还有没有胖次，对，我真的不晓得下次我还有没有机会有胖次。既然只剩最后一条胖次，请把它带回家，好好为它穿上胖次，不好吗？我相信我们的6很乖，他把它带回家一定会好好穿上胖次，不会像我们这些奇怪的面线哥哥一样把它放在头上，或者是放在他的眼睛变成疯狂假面猪，不会的，我们6一定会好好的对待他，对吧？然后总之呢，现在我们只剩最后一件胖次，最后一件来口，来妹妹爱敬吼，谢谢，刚下各位吼，最后一件来口，我才杀那个很不能吃，胖次就是要带走，没有错，用精明概念。谢谢大家，我们最后一件胖次，欢迎大家把它购入，把它带走，好不好？你们忍心让他在这个时节没有胖次可以穿吗？虽然说现在的南台湾大高雄工业国真的很热，我告诉你啊，真的它有够热，不得不说，我现在也很不想穿胖次，但是
情，你们一定要好好的把它带回去穿泡吃，知道吗？现在这个季节，穿胖次就好，其他东西可以不要穿。你们为了要穿上胖次就好，没有关系，一定要穿上胖次，其他东西不穿没关系，知道没有？为他穿上胖次，知道吗？不要放在奇怪的地方，知道吗？知道吗？谢谢大家，再三提醒。但我真不6，我非常欢迎你，就是把你的创意照片分享在我们的 DC， 但是我相信他一定会好好的在他的胖次区，对吧？他不会在其他地方出现，对吧？疯狂假面，我真的没想到，就是我长大后看到的疯狂假面居然是自己。我长大之后看到的疯狂假面，我觉得铃木亮平就算了，真的很帅，铃木亮平真的是 nice body， 但是我真的万万没想到，铃木亮平之外，我还可以成为第二个疯狂假面，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真的万万没想到，我已经5004岁要5005岁了，我看到的疯狂假面居然是自己。唉，来都来了，把最后一只疯狂假面带走吧，谢谢你各位，谢谢。反正来都来了，也都没办法穿胖次了，就带走它吧，谢谢。才标准，但是回家先戴上面具。但是最后那里真的很随机，不用随机，你就让它出现在胖次区不就好了吗？机会一说啊，到了胖次不见怎么办？你胖次如果真的不见得告诉我，我这边还有一件胖次，不晓得为什么就真的有一件遗落的胖次，现在在我手上，我不知道为什么，对，它就出现在我的娃娃里面的第二件胖次，我现在一直放在我手上，会不会是你那件？不会是真的吧？就说什么不是，我就只求你们把胖次穿在他身上，其他东西不穿没关系，好不好？哎，就这样可以吗？让他穿胖次可以吗？拿到同款假面胖次，到底你们男生对于女生变成疯狂假面，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坚持？你们这臭男生都好奇怪。来啦，唱歌啦！谁来到了4点21分？来，我们来继续唱歌。接下来也是有一段时间没有唱的这首歌，我们把它开出来唱一下哦。那一阵子超红，红到要裂掉了，红到要被损了哈。来，我们好久没唱了，咱来必损之类，来。必损，你们知道是哪一首歌吗？如果你们没有听过的话，现在朱迪卡唱给你听哦。这首歌曾伟忠的版本好听，但是听说原唱的也不错，你们可以去听看看，因为很像是曾伟忠把它买过来。来，哎呦，这首歌我居然升7 key 啊！天哪！讲一句歹势，讲话无爽话，伫这个轮回，人生剩啥货？你看日出，会鸟仔咧啼，是自然的温馨作势，像人心若痛，人讲伤多。免伤多解释，予人心沉地。岁月在经过，啥拢未放过。有一种缘分，予人作伙，也着有缘分今生今世。可惜咱两人，几千万年也袂当相陪。天地之看，予人变相找，四季轮替，替无咱两个。我不甘愿，孤单流恋，亲像孤鸟展翅咧飞。满世界找你的人咧跟，敢讲注定我甲你无缘，将我灵魂对甲必顺，我也无后悔。免伤多解释。
心顶底。随我再经过，谁拢未放过。有一种缘分，予人作伙，也着缘分今生今世。可惜咱两人，几千万年也袂当相陪。天地之看，予咱变相做，四季轮替，替无咱两个。我不甘愿，孤单流浪，亲像孤鸟展翅在飞。我是假做你的人的地，刚讲注定我甲你无缘，将我灵魂对甲必顺，我也无后悔。做四季轮替，替无咱两个。我不甘愿，孤单流浪，亲像孤鸟展翅在飞。我是假做你的人的地，刚讲注定我甲你无缘，将我灵魂对甲必顺，我也无后悔。将我灵魂对甲必顺，我也无后悔。必顺咯，好热哦，我喝口水。哦，接下来，好，这首歌是日文歌，没有要唱，但是我之前在歌会还蛮喜欢开出来唱的一首很经典的歌曲，来自柴崎幸的《月之点滴》，非常有年代感，但这首歌超级好听，感觉有新想法。六先生，你的新想法感觉好可怕。这是男人的浪漫，男人的浪漫。要问定购娃的谁没拿到胖次？我跟你讲，全部都有拿到胖次，一定全部都有拿到胖次，只是他们故意不穿上胖次，你知道吗？拿到同款假面胖次。我跟你们讲，一只娃娃只会有一个胖次，但是它不会是假面的，它那个就是很正常的一款胖次。但是你们为什么有办法把它穿成假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怎么发想的把它穿成假面？好，男人的浪漫好不好？男生的浪漫。他哇伊拉下，欢迎来到迪卡表的，欢迎你归来。没错，一来就刚好裂开之外，我们的疯狂假面娃娃也只剩最后一只，好不好？带回去好好为它穿上胖次，不要让它裂开，谢谢。AYF 先生，听一下猪猪声音就要闪了吗？谢谢，感谢你们的心头，好不好？感谢心头的各位。来，接下来我们阿潘老师的作品，之前也一直在努力推的这一首歌《查甫人一首歌》。我记得这首歌很像那时候的伴奏，很像藏在我的伴奏区的样子。我看一下，我们潘兴伟老师真的也非常有才华。然后，因为阿潘老师跟大宝老师很好，所以那时候推出这张专辑的时候，我记得很像是2023年的时候吧。然后那个时候，猪猪也就疯狂练这首歌，觉得真的是超好听的。而且因为里面那首歌的 MV 是蔡正南大哥啊，浑身都是戏，你知道吗？一个眼神、举手投足都是戏，所以我也就快点把它练起来，真的好好听哦。每次唱这首歌就想到我老爸。查甫人一首歌，扛了很多东西，
也献给你各位老扛的爸爸们哦，或者是扛着各位许许多多事情的你各位面线们哦。我忘了怎么唱了，等一下我想一下，太久没唱了啊！等一下，我先把假面拿掉啦，都是你们爱的假面啦。我们再一次，不行，这首歌我要好好的唱，帮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沧桑感。不要再假面了，忘词了。风轻轻吹过。流真济，风若是吹过，但时间剩无济。母啊，问你何时成家？何时过年有孙陪？虽然有藏在心内，嘛悄悄放予过。风轻轻吹过。流真济，风又愿吹过，但时间剩无济，无想过我真正的成家。贷款地价我困袂落，有时有在哭，找朋友嘛歹相找。查甫人一首歌，手若配。关系土吞我多，就算业命嘛爱别家，老目屎是无够价。查甫人一首歌，轻轻若碎，我是有胸腔的迄个，带着无行，看着是世，踮在美丽的路途顶，陪伴一切。完蛋了，我真太久没唱了。有点忘了怎么唱了，快点来复习一下。风轻轻吹过，流真济，风又愿吹过，但时间剩无济，无想过咱真正的成家，贷款地价咱困袂落。是想袂哭，找朋友嘛歹相找。查甫人一首歌，酒若配，关系苦吞我多。就算业命嘛爱别家，老目屎是无够价。查甫人一首歌，轻轻若碎，我是有胸腔的迄个。带着无行，看着是世，踮在美丽的路途顶，陪伴一切。未来换大风景，我像山顶才予你去。管伊偌济起起落落，你勇敢放乎飞，莫想遐多。查甫人一首歌。酒若配，关系苦吞我多，咱就算业命嘛爱别家，老目屎是无够价。查甫人一首歌，轻轻若碎，还是有胸腔的迄个，带着无行，看着是世，踮在美丽的路途顶，陪恁一切。我唱的好热哦，我还是有知名概念的把阿潘老师这首歌唱完了，我知名概念啦，小花妹，谢谢涛啊，今仔日若辛苦啊，今仔日就无用诶，但是不是我那个就说我不是套头，我这个是好好的胖次，就穿在他的胖次区，爱穿着该比这么。这不是要穿伫我的头冠顶，这是要穿伫我的改边。恁知影啥物是改边啦？爱互落下够害的。恁敢知影啥物是改边？
你们要穿在胯下，谁叫你们穿在头上啦？哦，该逼！现在让我们好好的复习一下台文正字“该逼”怎么念。胯下，该逼，胯下，该逼。我们来复习一下，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台文正字。该逼，胯下，该逼，胯下。该逼，好，我们现在翻起我们教育部台湾台语常用词词典，好不好？我们常用词词典里面还附上了非常正确的台文正字，以及我们的台罗。该逼，胯下，该逼，胯下。该逼，穿在胯下，谁叫你们穿在头上？上港那边各位请人头壳顶诶，欧北腔。该逼，说一次。该逼，该逼，知道吗？该逼，谢谢大家。我们现在附上台罗，我们连台罗也一并教授大家。还记得上个礼拜的声母课吗？我们这个该逼的声母，等一下，谁叫你铅笔的？等一下，不是谁叫你乱翻译的？我的该逼留下来，不晓得为什么，现在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都会有莫名其妙的翻译出现。总之呢，该逼，该声母 k， 声母 k， 逼，该逼的逼，声母 p， 声母 p， 知道吧？你各位，吴昕老师的课不可以忘记哦。阿萨斯啾咪啾咪，谢谢大家。竹子，你在那边干嘛啦？竹子，你也要念该逼吗？让我们一起念该逼，胯下，该逼，声母该，声母 k， b 声母 p， 声母 p。谢谢大家。我们接下来下个礼拜就会教大家该逼的韵母喽。竹子，不要跟他们同流合污。竹子，还有我们最后一只疯狂假面朱迪卡。会落入谁家？好好的把他的胖次穿上去，我们拭目以待。而我们假面骑士，不是假面骑士，对不起，那不一样的东西。疯狂假面朱迪卡，仅剩最后一只啦，好不好？仅剩最后一只啦，就在方才我们水灵宝贝给我们的这个，对吧？对吧？我把它置顶上去好了，一直在想那到底什么东西。我的周边卖场啦。好好的穿上该逼好吗？你各位敬爱的面试们，该逼不好吗？该逼很好哦，该逼是一个很棒的地方，因为它很好，所以更需要内裤的呵护。好好的用内裤呵护朱迪卡的该逼好吗？你各位，该逼是很棒的东西哦，该逼，谢谢大家，该逼。哦，资讯栏有是不是？对不起，水灵宝贝，不好意思，我以为资讯栏没有，什么啦？我相信珠子会好好的把它放在它的该逼，对不对？是这样的吧，珠子？哦，最后的，对，我们最后的疯狂假面朱迪卡仅剩最后一只了，有需要请好好的把它带回家，示范正确的该逼穿法，好吧？你各位好不好？对，该逼很重要，好吗？好，现在就我们置顶连结这个置顶连结这个置顶我很像没有连结上去我很像没置顶上去总之呢，就是在那个聊天室的连结，疯狂假面洗澡，打死我都不要。后来有补吗？F 我才看到，谢谢水灵宝贝。连电先生都同流合污了，你知道吗？我看到电先生把内裤放在他头上那一刻，你知道我心情多复杂吗？他原本很乖的，我们这一句亚洲家长常爱说的，他原本很乖的。你原本很乖的电先生，你为什么要交坏朋友？你是交到哪一位坏朋友，让你好好的不把内裤穿在该逼，给我放在头上当皇冠？到底是谁这么有才华教你的？让我认识一下，谢谢。电先生也坏掉了，电先生被你们教坏了。是这样的，猪农先生，我们今天普天同庆，我相信今天我们这个歌会真是非常适合放给您的员工听。您的员工不就是血汗员工的猪，血汗员工的猪们？对，他是我们猪农非常非常
重要的员工们，今天我就唱这些歌给猪听，里面甚至还放了血肉果汁机，听说被誉为非常像猪叫声的那一段，对，我就特别唱给猪听，实在是太普天同庆了，庆祝我们台湾猪可以正式回归出口了。对，所以今天特别开了一个唱给猪听的台语歌会，也感谢猪农先生的努力以及呵护，谢谢，好不好，猪农先生？至于为什么我在讲该逼，这我实在是不好说。我希望我家的娃娃可以好好的穿上内裤，我希望我们家娃娃的内裤在该逼，但是不晓得为什么它就是不在该逼，它就是一定要出现在头上，甚至变成了一个疯狂假面的形状，我不懂。但是它也只剩下最后一只了，请把握最后一只，让它成为疯狂假面的机会。我们的卖场在我们资讯栏下方，谢谢大家。但是可以的话，我还是希望这个该逼真的很重要，请把这只最后一只棉花王带回去，好好的把我们的内裤穿上该逼，好吗？谢谢大家。怕娃娃在上，不是珠子，你就好好给它穿上该逼，不是把它头上就在脸上。对，我们店先生交的坏朋友，他刚来的时候很清流的，他是我们的新高阶会员新大佬，怎么不一会儿的，突然内裤就出现在店先生他们家的头上，不是在该逼，这是本性是吗？这个跨台怎么今天？不是，我们要迎合台湾文化推广。我们今年再次获得了我们文化部爸爸的补助，我们要推广台湾文化以及台湾正字。该逼这个该逼的念法，我们这个台湾正字的这个写法，我们要好好的传达给大家，因为该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该逼声母跟韵母，相信在未来的课程也会介绍到，好不好？例如我们该的这个声母，这个 K 的部分在上礼拜也介绍到了，我们这个 B 的声母 P 在上礼拜也介绍到了，我们接下来就期待一下韵母的部分，谢谢大家，谢谢。时间来到4点41分，我今天到底讲了多少干话？我为什么一定要在这边讲干话？我今天是来唱歌给猪听的，我今天不是在讲干话的。在思考把猪滑鼠垫，滑鼠垫拿来用，等一下。好，都可以，小喵喵都可以哦。像你诈骗园区老板吧，应该是卖猪仔嘛。哎呦，不管是怎么样，就都感谢就是台湾猪农的辛劳啊，你们真的都很辛苦。哎，今天这个歌会一定要就是外放给你的员工听哦，猪农先生，今天真的是唱给猪听的。至于我的最后一件疯狂假面要落入谁家，这个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实在是没有办法决定，但是请给他一个温暖的家，请让他好好穿上胖次。我们最后一件疯狂假面朱迪卡在我们的卖场，在我们的周边平台，请把它带回家，好好穿上胖次，谢谢。官方，我接下来要4.0了，珠子，我接下来应该还是有胖次，应该。虽然说爸爸还没来证实，可是我会逼他证实的，谢谢。哇，前面朱迪卡变身姿势不是这样。不是本来就不是这样穿，这个内裤请把它穿上该逼，谢谢。因为这种粉随推是不是就整个潜移默化？这怎么样？我这辈子很像还没有真的把我的内裤穿上头，会不会就是因为这样子有个契机？对，我来感受一下狂戒的感受。帮我来感受一下狂戒的感受，好不好？你说没事，爱听什么东西？该逼说给他们员工听嘛，没关系，他们员工的该逼也很重要，他们的员工的该逼紧邻的就是猪脚，那个地方真的是太重要了，非常好吃的蹄膀，好不好？那个部位很贵，那个该逼真的非常的重要，好不好？我觉得不能再讲干话了，再聊下去我又要封面炸鸡了，快点！这个该逼我们适可而止，我们不要再该逼了。快点，我们继续来唱个台语歌。可以好好的对待朱迪卡胖次娃娃吗？它只剩最后一只了，好好对待它不好吗？最后一只很重要的，不要再对它心狠手辣了，好吗？好好让它穿上胖次不好吗？您一定爱安尼心胸手热吗？一定要安尼对待伊吗？只是一领内裤尔，敢一定要安尼？
天公伯啊，我只是爱亲一个内裤，嘛无地亲的。聪明的人也会糊涂，付出真情换无快乐，人生脚步永远亲袂着内裤。为你甘愿献出我的全部，一点一滴就想要内裤。如今心痛，有啥人陪我渡？我无论风雨搁较艰苦，拢无计较，甘愿永远陪你身边。你双双对对，甜甜蜜蜜，处处哩哩，那予我的只有满满的怒放。我也无准备你就来离开，过去的爱藏一边，孤单是我最后的行李。为何对我这呢心向手热？当初的就怎如今变我目屎若是流干，也顾要转来我的芳刺。为何对我这呢心向手热？当初的甜蜜，如今拖我目屎若是流干，甘我会转来我的芳刺。我哪有唱什么奇怪的歌词？我没有唱什么奇怪的歌词好吗？他晚听错了，可以不要一直空耳吗？聪明的人也会糊涂，付出真情换无快乐，人生脚步永远行袂到幸福。为你甘愿献出我的全部，一点一滴无留退路。如今心痛，有啥人陪我渡？我无论风雨搁较艰苦，拢无计较，甘愿永远陪你身边。你双双对对，甜甜蜜蜜，处处哩哩，留我的只有满满的空虚。我也无准备你就来离开，过去的爱藏一边，孤单是我最后的行李。为何对我这呢心向手热？当初的就怎如今变我目屎若是流干，也求袂转来你疼我。为何对我这呢心向手热？当初的甜蜜，如今拖我目屎若是流干，甘我会转来你爱我？为何对我这呢心向手热？当初的就怎如今变我目屎若是流干，也求袂转来你疼我？为何对我这呢心向手热？当初的甜蜜，如今拖我目屎若是流干，甘我会转来你爱我？感谢大家这么关心我的胖次啊！我到现在都不小心把我们小喵喵的文字阅读成胖次先不穿放旁边。我想问猪猪那边的胖次有包炒面吗？看看你们对我做什么！我刚刚真的盖成这样，
我们小喵喵只是单纯的想要关心猪猪，才会润饼敢有包迄米线还是油米，有啦，阮家有包油米啦，就好食的。就你们一个胖次都胖自己的，我们这么正常的小喵喵的这个留言，我也可以阅读成这样。你们到底对我做了什么？你们到底对我做了什么？你们好奇怪哦！救命！大家先冷静。我觉得我现在必须要有一个比较洗脑式的音乐来把胖次洗掉。今仔日就感谢各位来到的迪凯频道吼，今仔日唱歌好滴听，不是好你听，是唱歌好滴听，好滴听，好滴呀听。我是说，在座的各位，你们都是我敬爱的面线们，谢谢大家。我要洗掉这个胖次的记忆，到底是怎么回事？三哥 ，Happy No 胖 ，Happy Dika，OK，Happy No 胖 ，Happy Dika。是这样子吗 ？Happy No 胖 ，Happy Dika 是三哥，毕竟都心狠手辣，不然会小心辣到，不如不要穿。不是，你不穿更是会辣到。那该兵就是要好好的保护，用胖次来保护，用咱内裤，就咱好好穿的，好保护咱内裤，安尼好不？哦，咱刚小号时间呢，就咱刚小号来最后一条内裤咯。哦，你主题卡最后一条内裤，应该要无啊哦。今仔日最后一条内裤，吼，若是无啊，就真正无咯。吼，要把握的机会，吼，紧买转去，可以好好穿一个胖次，莫乌白乱穿，好不？乌白乱穿，变成疯狂假面。我是安那记人，我这样怎么见人？怎么回事？胖次。小喵喵，看看他们对我做了什么。比如说你3点你没有胖次，你爸爸出来证明4点的话，他说拍着人，对，我哪一天就真的把我爸爸炸出来，我先付他一些钱，然后跟他套好说我要怎么讲，这样我就赢了。胖次包炒玩这么大，真的好特别，要包炒面。我家的润饼是有包油面的，不是内裤包油面是。我讲的是我润饼有包油面，不是我内裤包油面，有调清楚无啦？哦，气死老命，气死我了！就好好的一个唱给猪听的歌会，怎么变成胖次歌会了？怎么回事？难怪不穿，因为永远近视度数要加，这不是近视度数的问题，这个是你们对我做了什么事情？就好好的想说把我们的棉花娃，把它找一个温暖的家。帮他找一个避风港，但是为什么带回去都没有一个好好穿上胖次的？你们就不能为他好好穿上胖次吗？最后一件了，可以给我点希望吗？可以有一个正常的主人，然后穿上胖次吗？可以吗？那种佛印说，你心里有什么觉得？好臭！这一大票人真的好臭。胖次要保护面部，可是我们有其他东西可以保护面部，胖次是要保护我们的私密处的，那你该逼好不好？你是要好好喝，阻止不要乱学。这是从我宣传变成宣传胖次，好，我这个宣传效益之大的，好不好？我们瞬间，我们的胖次娃不是，我的棉花王瞬间就只剩下最后一只了。我们这个胖次宣传效益，不得不说真的还蛮大的。对，一瞬间我们的棉花娃只剩最后一只了，请不要带他回去乱拽胖次，可以吗？一辈子不会有胖次，乱饼包胖子。对不对？会有食安问题，不要这样。我们最近高雄出了很大的这个润饼食安问题，希望大家都好好的保护自己的胃，好不好？重点是不要搞囤积，那囤积上去真的就会有食安问题哈。除能够让我们保险，我们尊爵不凡的消费者都有帮你们保险，但是可以不要就是因为尊爵不凡就乱囤积，可以不要这样子吗？好不好？我们从面线进化成猪。我说在座各位你们都是面线，好不好？我说在座的各位你们。都是面线哦，就只有我是猪，好吗？好了，最后一件胖次，快点带回去，价值1000包的胖次很贵哈，而且真的是非常非常扎实的胖次啊！我阿豆，你刚刚说太热了，店先生，你是不是拿刀架着他，让他说出这种奇怪的话？内裤包油面，这油面口味真重，大娃不要再说了，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胖次娃！好啦，最后一只胖次娃，把它带回家啦，快点啦！啊，谢谢大家。然后在这里，虽然说大家好像比较喜欢吃猪猪的手作料理，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帮我们下方置顶连结的汪 T 爸，我们的 Forginer 爸爸，还是要宣传一下哦。来，我们 Forginer 爸爸这一次就是有帮猪猪架设了一个汪 T 爸的卖场的部分，对。这个卖场的算是团猪平台，里面有买很多好吃的点心跟人工体学椅哦，是你没有听错，这是人工体学椅的部分，谢谢大家。因为大家高阶会员狂加，但是好像对于其他那个联名的点心比较没兴趣，但没有关系，对，我觉得大家量力而为，我还是要帮我们Forginer爸爸宣传一下汪 T 爸这个平台，里面有好吃的那个肉松起司卷，真的很好吃哦。还有就是花生卷跟芝麻卷之类的都可以自由送礼2相宜啦，好不好？对，还没吃到润饼吗？哎，真的假的？应该还是吃得到啊，有在卖的店家应该还是有在卖啊。对，正市场卖的润饼，正市场没错，高雄正市场，对，没错。反正猫整天觉得很烦，就跟上这个结尾。什么很棒的话题，Tawa，我相信在你家的棉花娃应该不是胖次娃，他应该好好的出现在该边。我相信Tawa家里的棉花娃应该是很正常的出现在该边，应该不会出现在奇怪的地方，对吧？对吧，Tawa，你最乖了，对吧？你是好孩子，对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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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天讲到会不会吃到胖次独特口味？说真的，我的高阶会员回馈应该还不至于会出现这些奇怪的，不对，再奇怪的都出现过了。好，非食材类的应该还暂时不会出现，非食材类的好不好？我们胖次要出现在高阶会员回馈，实在是，我很想讲不可能，但是每次都这样子。但是暂时我还是不希望就是非食材类的出现在高阶会员回馈，不然我总觉得会出事情。啊，对，他吧，对，回家阿公那边吃得到吗？可是我们大高雄这边还蛮多地方在卖的，而且高雄武庙有一间，我差点讲有一间胖子，都你们啦！高雄武庙旁边有一间川卷，很好吃。高雄的关帝庙的隔壁有一间润饼糕，最好吃的不是内裤，是润饼糕吼。高雄的关帝庙的隔壁。不是胖次，不是内裤，是润饼糕。高雄武庙旁边的春卷很好吃，不要再胖次了哦！救命！好啦，最后一件假面胖次，欢迎大家带回家哦，在我们下方资讯栏或置顶链接都有连接，好不好？感谢各位，时间要来到着5点啊，我真正要下班啊！我今日巴肚真是枵的，你刚知？真就枵的啊！北部的都是菜吗？哦，那欢迎来我们南部这边吃油面的面的。不是油面的面条，我在讲什么？油面的润饼好吃。Tawa的娃娃应该是买到假面的娃，我不好说。他说胖次造型蛋糕，画一个胖次在里面应该不是那么困难。好啦，画胖次应该不是那么困难，但是你们到底是对胖次多么的纠结，多么的好？如果你们真的非常非常专一胖次蛋糕，欢迎下标。本频道高阶会员专属12个月，不管是迫害还是高阶会员，都可以获得客制蛋糕。我们就来好好思考一下，如何呈现你想要的胖次，这样好吗？那照片不是这就是穿法不合，胖次爆料不是，对，不是，大偶先生不是武庙旁边不啊，完蛋了！我觉得我要被二爷念了，完蛋了！武庙是我一间常常会过去拜拜的庙，因为二爷他真的是刚正不阿，不能开玩笑的。万一此话一出，我觉得我要被他念了，完蛋了！武庙旁边的是润饼，不是胖次，完蛋了！想吃润饼，皮包花生糖粉啊！我跟你们讲，那间的润饼呢，它可以挑你要糖或者是不糖，而且也可以加花生糖粉，很好吃。那间真的很好吃。这是真的不能，嘿啦，真这样，他我被供啦，马克先生，我要唱嘛，我要去忏悔了，完蛋了。好，忏悔之前呢，先预告一下，
明天呢会有转盘、迫害、相爱相杀的葡萄干重训回。对，葡萄干这是什么鬼东西？但是是不能吃的东西，但是不晓得为什么我们家出现了3大盒，就是因为我知道我不会主动吃，那不如我明天开给你们吃。开给你们吃的条件就是我明天会有转盘设置，而且这个一转有点贵，380块。好，对于你们高阶会员而言，可能380块不过就是38块，好不好？我知道，对，但是呢，体谅到大家可能都玩得起，我们就380块，可能只能让我吃到一颗哦，好爽哦，是不是？吃1颗葡萄干值380块。就是这么难以下咽，你知道吗？所以我才要开这个相爱相杀回，顺便补写一下朱迪卡在今年有新一装，如果我们满38000的话，替猪猪回血的话，朱迪卡直接整包葡萄干倒在碗里面，外加凤梨罐头直接吃完。还有葡萄干跟凤梨罐头是我们的重训神品，他们真的是很棒的增肌必备凉拌，因为它高糖，所以在重训的时候很适合配合。所以明天我会配合我的深蹲跟我的棒式，对，在转盘上面就会有1次深蹲、2次深蹲、5次深蹲之类的这些选项。别想要我吃葡萄干，想要我吃葡萄干，明天来转盘吧，一转380。如果我们的这个回血条38000全满，就是全部一整包葡萄干，以及我的深蹲。以及我的棒式，深蹲是380下哦，棒式是180秒哦，以及凤梨罐头全部吃光光。我觉得我应该明天不会吃到太多了，应该大概是这样子。对，那今年的新一装，我们的回血我是抓大概38000差不多。对，尽量不要给大家太大的压力。对，毕竟我们也获得了就是文化部爸爸10万块的新一装补助，那我们还有38000，就交给各位相爱相杀了。我是你最台的迪卡特主机，今天我们唱歌给猪听，今天我唱歌好低听，你听到有欢喜的。所以说你们不是猪，你都是米刷，你不是猪，你都是我想爱的米刷。对，但是也是同乐乐不如众乐乐啦，只唱给猪听多寂寞。我今天唱得很开心，再次恭喜我们台湾猪回归出口喽，赞赞！转片尾喽。葡萄干不好吃，葡萄干没办法。现在做的蛋糕都不会有胖吃，所以我又在做一种棒浓汤蛋糕。三哥，你太坏了，三哥你坏掉了，三哥。好，牛妈下班了，我是干点什么？我马没落班，我没下班了啦。原来是棒式才能，是棒式不是胖次。什么叫胖次？180秒，180秒的胖次是怎么回事？转盘还有一次不会，一次吃1包太可怕了，不会，我不会那么轻易让我吃葡萄干，所以转盘上面只会有1颗、2颗、5颗、8颗、10颗，就这样子。如果我要吃1包38000满，帮猪猪把这些新一装委托费回血之后，直接1包吃给你们看，先叫给你们看，痛苦给你们看，就这样子。达标金额才1包没有错，大家加油哈！反正今天小妮妮也不在，不会这么快达标啦，对不对？是，大家拜拜，好，明天见喽。那么明天大概开台的时间也会落在中午的时段，欢迎来看我痛并快乐着，一起来玩转盘吧。那么我们现在来设定一下，看哪一位香香老婆在开台嘞？打爸爸，爸妈妈。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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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接下来我们要去找我们最爱的大小姐喽！听说我们大小姐今年也要吃蛋糕呢，吉米吉米阿萨斯，谢谢各位大佬们的爱戴。我们迫害到了一个逼蓬蓬的形状，就连我们大小姐今年也要领蛋糕了呢。我们去找我们亲爱的大小姐吧。大家拜拜！明天想要我吃葡萄干，别想转盘好吧，吹了起就知道了，到底是吃葡萄干还是重训哦。大家拜拜。